猪骹吞足鸡着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多真心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相似在我心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Everybody嘟嘟嘟嘟，专心了路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想伤多。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更高世态，伊实经常看待，都讲点来无三通叫我阻碍，千百里间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天空降水，波波风飞，心脾之绝比之情感淡的，看你困眠是我的嘴边，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到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准备拖顺风，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女人。咱的曾经，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记住一个有叶梦月路相逢。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牛牛，请你守护。是的几道头壳黑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骹吞足鸡着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多真心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相似在我心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Everybody嘟嘟嘟嘟，专心了路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想伤多。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更高世态，伊实经常看待，都讲点来无三通叫我阻碍，千百里间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天空降水，波波风飞，心脾之绝比之情感淡的，看你困眠是我的嘴边，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
千万年，也透这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你的轨道，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囤足机调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多情深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双是在我心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嘟嘟嘟嘟，专心了路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做心坚强免搁受受罪。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感觉世态，伊sẽ去唱看台，刀光剑来要三通叫我出来，千百里讲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水，波涛澎湃，心脾气绝比之情感淡淡，看你困眠是我的最爱，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敢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气球。Hello， 大家安。我现在应该还不需要把麦克风拿出来哦。大家午安。来，我们先把 BGM 吹了起好，麦克风先慢车提的，麦克风应该是先不用拿。大家午安午安。好，等我一下，我做个设定哈。来，我们让这投影播放一下。大家午安，吃饱未？大家午安，大家好哦。安，猪猪早上吃蛮饱的，然后早上就其实忙到一个阶段，我就觉得今天好像可以稍微早一点开哦，要不然通常我们其实都是表定时间，可能12点或者是1点多之类，甚至1、2点之类齁。好，我们今天可以早点进行我们的歌会。大家午安，大家好。趁这只猪在那个生病感冒周期以前又来临以前，快点能唱就唱。像唱歌真的真得要天时地利人和呢。就是说有时候你那个歌回射在那边啊，搞不好那天就是不法都唱歌啦。所以这种东西就是当你喉咙可以唱的时候，快点唱就对了。就是快点唱就对了。好，安，大家安。今天值班好好跟台吗？不要有那个电话或民众进来，是不是？打飞他啊，不是。明夜雨拉塞，小鱼宝贝午安，哈密瓜先生午安。哈密瓜先生有看到猪猪的神奇料理，对不对？太棒了！我就最喜欢就是跟大家一起相爱相杀这些神奇的料理。那个是猪猪的高阶会员回馈啦，每个月定时。好，然后量的话要看，就是当月就是加进来的，就是有时候就浮动，你知道吗？对，总之就是严选最新鲜食材。对，
请尽早使用雾囤积，知道吗？而且我真的很佩服我们兄弟们呢，这4年间哦的高阶会员回馈，我们真的是玩到每个月基本上都是不一样的东西，到底是怎么玩的？到现在的6月份这个月，依旧是产出之前还没有做过的德式布丁。对，听说尬子版的里面要加花椒，有了西。对，小女子照办。对，小女子照办。对，只要是您各位尊爵不凡的当家总裁的吩咐，小女子就会照办。而且之前他也有帮我整理，我们从高阶会员回馈的菜单，从第1个月到目前已经几个月了，我觉得那不可考了，我已经不知道第几个月了。他这样子一字排下来，我那时候觉得说，哇靠，我们来出菜单好了，太夸张了，每个月基本上都是不一样的东西。然后也谢谢，就是真的是对，就没想到他默默帮我整理，就是从以前到现在的高阶会员回馈，我说哇靠，好屌！我们真的做了这么多种香黑香煞的料理，好有趣哦。这也是为什么可能接下来我已经在思考说，我们要真的要把我们的高阶会员回馈把它做成菜单，然后食谱的话，我觉得可以，但食谱撰写，我觉得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哦，所以我觉得可能食谱到明年好了，就我们让它比较稍微的。真的看起来是比较像样的食谱啦，对，所以但是菜单可以先出，对，大概这种感觉吧。加入高阶会员每个月点心，然后点心没有错，而且还是莫名其妙的点心。虽然说可能那个在视觉方面很冲击，但是你们放心，朱蒂卡一定会试吃。我的厨娘魂不允许，就是你们收到的东西不好吃，所以即使我们材料可能很惊悚，可能有3色豆，可能有芥末，对，可能有我喜欢的芋头，但是你们不喜欢，对，可能我们已经玩到烂的香菜等等的那些东西，对，但朱蒂卡尽可能把它调配成就是哎呦吃下去，哎呦让你印象深刻，好不好吃？这我不好说，但对我而言，我觉得就是好吃，我才会记住去嘛。搞我们家安呢，而且我这2天已经开始要整理我们这1年度的高阶会员回馈的所有料理影片，然后基本上我想，好像金米奖也快开始投递了吧？我在想，预算说目前像就只有一个什么宣传的什么图片出来，对，但是我觉得以时间来讲的话，可能我们这边也可以先行做准备啦。就是我这边可能料理的部分，反正每一个年度大概都是这个时候差不多开始做准备，对啊，所以早上的时候我也在跟水莲宝贝就是在聊说，我们最近就猪猪这边可能会开始整理那个什么料理的影片，然后再可能请就是水莲宝贝协助，就是那个什么要归类的啊，勾选的一些什么选单吧，对之类的那些东西，对，要好好的整理一下频道的影片了，这样子，对，那高低的试试看，什么？哈密瓜先生，你要试什么？高低的试试看是什么东西？你要试看看，你可能这个月进场是买高还是买低，是这个意思吗？挺有趣的。好，就是我们高阶会员回馈，就是你这个月进场是买高买低，其实基本上是不会有买高买低的问题，只是那个数量就是基本上就是浮动的啦，对，好有趣哦。好，我先跟大家打招呼，礼拜一的午后，大家哪吃饭，哪听歌，不过现在11点43，应该阿北要吃饭啊，再撑一下，通常应该是12点准时放饭，还是12点半啊，因为可习惯地被搞啊，再撑一下，首先是他娃娃，各位唱歌，他娃今嘛哪有会当唱的紧唱，无那是个感冒啊，我真的没当唱啊，然后刷落来8月1号先生伊拉塞是各位欢迎准备爆米花，交通频道先生伊拉塞刷落来是做伊拉塞。哎呀，子奈先生，伊拉塞！我现在看到子奈先生，我就想到那个，对，就是没想到人夫，大家真的都对那个丝袜很有研究啊。王源先生伊拉塞，哲生大哥公安哦，还有米叶马西来人夫啦，刷得来，我看起来哦，刷得来，晴天伊拉塞，黑夜伊拉塞，华德比哥公安刷得来，今天低点也要买台积电的吗？说真的，即使低点也买不起。好，我安大家好，对，顶多可能存个股啦，就逢低买进哈密瓜先生，
好酷哦！阿豪才刚讲说，哇，今天是低点，该买了，然后哈密瓜就买了，哇，碎啦，直接吹到去，然后高阶会员，我觉得好时事哦，逢低买进的是今嘛，吼，给那里打为背。拉为车背，好，是你这个逢低买进场的好时机。进场什么？进场朱蒂卡高阶会员高阶会员什么？高阶会员，谢谢哈密瓜先生，我们迎来我们的新总裁哦，伊拉夏，很棒，哈密瓜先生。我只能说，您在今天股市好像有一些崩跌的状况下，选择进场朱蒂卡，真的是有远见，很好。本频道高阶会员有一个。也不是那个什么规定不成文的规定吗？或者是那个叫什么故事脑袋转不过来。现在那个台语国语的转播淡掉在唱嘛？好啦，那什么，那不是民间故事，我一直想到那个什么。不是民间故事，那个叫什么都市传说我一直想到那个什么戏说台湾唱嘛。对，我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以及一个很神奇的这个都市传说。对，这个基本上我们高阶会员真正是大家拢学了到有达志是安怎讲呢？我们若是唔知影是安怎经理，明明才600块尔，咱经理才600块毋过甲这个咱总裁的这个人数比起来，咱这个总裁真正人有够济，你敢知无？所以我在想讲，是不是咱的经理真正伤贵啊？咱经理爱600块咱的总裁爱3200块，也是3800块，有无？这个衫甲咱比起来，真正是衫有较俗啦，这技能衫是500，这个啦看起来就是足贵的，无人要加。所以咱经理真正就少的，你敢知？哈密瓜先生，你听得懂啊？本频道的高阶会员有一个不成文的一个很神奇的都市传说，就是不晓得为什么我们600块的经理，我们的人数永远都是比高阶会员还要少。所以我们就谱出了一个道理，就应该是因为600块的那个6跟3200块跟或者是3800块的那个3比起来，真的是6真的看起来太贵了，对，所以我们干脆直接加3200、3800比较划算，每个月又有点心，或者是相爱相杀迫害料理可以吃。是的，恭喜新任总裁，欢迎来到的迪盖饼的这总裁哟。对，没错，逢低买进的，欢迎等一下，我觉得逢低买进的那个逢可以加上去，那个捧请去掉，谢谢。神宝贝，我觉得这一趴真的可以精华就是好时事哦。哈密瓜先生对逢低买进场，有没有？然后怀特比格又说逢低买进不是逢低买进，那个 D 是对的，那个 D 是对的有一个转换期，是好，感谢哈密瓜先生。中昼好，其实我中昼还未食的，不过我透早食就饱，所以我今仔日小可较早开台的，我今天稍微有一点点早开台，对，我想说，我今天就中午可能先不吃，因为我早上吃蛮饱的，快点来唱唱歌这样子。啾上，安，大家好，逢猪买进这样子，感谢水灵宝贝，谢谢啦，刚下令给集起啦，我的高阶会员其实。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大家其实说真的会在中午时间或者是平常日过来看猪猪的，然后又知道猪猪很爱就是可能推广一些台湾文化跟台语的这些熟男们，其实大家都很忙，大家真的是1秒钟几10万上下的那种，对，但是真的是这4年来大家都很愿意，就是在这个频道即使再忙还是有空就过来看一下大家，然后或者是看一下猪猪听歌之类的，然后最有趣的是高阶会员这个相爱相杀的那些东西，我们居然每个月都可以完成不一样的形状对，刚好就是我们哈密瓜新任总裁的加入，跟大家也稍微让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年度的一些算是跟大家一起相爱相杀的点心的一些巧思，例如我们右上角你看那个貌似葡萄干，但是它不是葡萄干它不是很恐怖的葡萄干，右上那个蛋糕卷有没有？
它里面加的是冰心芋头泥，那个也是猪猪加上鲜奶油自己打的。好，但是你看起来迄龟两个内底掺的，是葡萄干，那是葡萄干我就不爱做啊，不会更做啊。跟你们讲，右上角的那个是我们今年度相爱相杀的其中一个重头戏——老干妈芋头生乳卷。老干妈是啥货？恁敢知？哦，真正好吃到有大志耶！辣椒酱，辣椒就是脆脆辣椒油的那个辣椒，我们真的把它用辣椒油去取代我们需要的无盐奶油的那个量，然后我们把它调配出真的是我不知道算不算完美，但是这一次把它调配出来真的是蛮成功的，因为要求喝加你刚才很好吃哎。那芋头生乳卷看起来很棒，没错，没有错，就是这样子。我就最喜欢把这些东西做得很漂亮，但实际上它很惊悚，你懂吗？实际上它看起来就是这个莓果干加上芋头生乳卷应该是还不错的口感。什么没有莓果干，什么那是什么啊？什么老干妈？老干妈什么啊？查一下啊，辣椒，是你没看错，辣椒油。所以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是咸蛋糕的概念，但是它里面又加了我们芋泥跟那个奶油去打成的那种什么生乳卷，芋头生乳卷是啦。我上面还有放香菜哦，我想爱在 NC 一定爱咖喱味所以你们会发现就是在猪猪的原创料理里面，就是我都会刻意放上香菜，然后做拍照，对，那是安内啊，我们是今年度还有好多就是原创料理的一些突破，而且我们真的很喜欢，我真的很喜欢跟我们高阶会员一起玩这些东西，因为大家就是每个月可能好不容易轮到他榨干别人或者是破坏别人，所以就是每位总裁他都会绞尽脑汁，然后思考一些就是很神奇很破坏的配方，然后跟猪猪讨论，然后就是要迫害我们全部的总裁，真是相爱相杀。然后你们看那个老干妈生乳卷下方的那个芋头塔，那个是猪猪非常非常喜欢的芋头料理的其中一个，而且这个玫瑰芋头塔你知道是怎么绕出来的吗？你们可以去看我的 shorts， 我们雪玲宝贝都有替猪猪整理成精华或者是 shorts， 这个真的是芋头泥，我一颗一颗把它烙成上百颗的玫瑰芋头，对，所以那个玫瑰花瓣是只用一根汤匙，我已经烙到真的是在思考人生，你知道吗？我就一直坐在那个工作室里面一直烙到我思考人生，可是烙到最后我觉得感觉有点忘我，你知道吗？烙到最后越烙越漂亮，就靠，超有成就感。然后一转眼大概100多颗烙完了之后就觉得很寂寞。而且你们看到这芋头塔，其实基本上它还是普通版的，对，因为我记得这个芋头塔那个时候很像还有花椒版的，是不是？反正都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原料，就是让我们总裁就是在非常高压的这些工作环境下，可以来猪猪频道这边算是做一个舒缓，做一个迫害，对，然后这边讲干话，练稍微了一旦就惊醒就玩起等去继续做工课啦，就是安尼啦然后接下来下方，我给你们仔细看下方右下角，我们这个塔看似漂亮，有没有？嘿，这怎么看都是很正常的水果凤梨奶油塔，对吧？但是你们一定猜不到，这次的塔皮里面，我们加的是青花椒。我这个麻辣感是可是我不得不说，因为我觉得其实今年度的台湾其实也很疯这些很冲突的料理，就大家也都很喜欢玩一些可能香菜梗什么之类的，所以香菜梗因为其实在猪猪在跟大家一起玩这些原创料理的时候，大概2-3年前就已经开始玩香菜梗了所以香菜梗反而是在今年度玩到不知道玩什么，所以大家开始玩什么玩一些青花椒啊，玩芥末啊所以你们看到这个凤梨塔看似和平，它其实里面有芥末，有没有看到有点绿绿的？那个是猪猪去买寿司用的芥末，然后挤进去挤花袋里面所以你们看似和平，但是它这个鲜奶油很好吃但是里面其实是有没有有wasabi掺在内底啦，哎呦，这个腰神呢可是不得不说，就是
真的也觉得很好吃我觉得因为如果不好吃，我当然就不敢寄出去啊。可是自己试吃之后就花了发，就是只能说不得不佩服这些总裁们，就是每次都是突发奇想，然后想一些很破坏式的这些原料，但做出来其实还是有办法好看又好吃是不是？而且我们其实其中一颗塔里面是全部都是芥末，对啊，那个有特别做成那个，就是特别印成卡片，就是那个，就是每个月都会放那个手写的照片，然后进去高阶会员的包裹里面，对，所以高阶会员都知道说那一颗仅有一颗到底是属于谁的哦，这个就是这个最皮的那一只，对。大概这种感觉，然后这里我大家在追聊天室，我先把这个介绍完，然后这里的部分，这个是刚好去年年底草空间的档期，对，草空间的档期也真的是草空间的老板真的也是调配出很神奇、让人思考人生、很迷幻、很魔幻的这个香菜拿铁，哇，真的太棒了！对我只能说就是圆了我一个就是可能想要让大家就是尝尝所谓的香菜珍珠奶茶的心愿真的是完美了。对，除此之外还有就是以前小时候的回忆，我们那个春卷冰淇淋里面，不晓得您刚才咱之前咧润饼有无？会放迄蚵冰甲土豆粉甲盐水，安尼包起来，有够好食的，那是咧阿嬷时代这个点心就是以前阿嬷时代。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吃过，就是台湾现在还有在卖这个就是花生春卷香菜冰淇淋嘛，这个超好吃的。对，这个也是我去年在合作这个档期的时候有在跟草空间老板在聊的。对，所以就是我就无所不用其极的把这些很台湾梗很有人情味的东西放进去之外，来最后慎重介绍。这一个是我们总裁，我们劲爆总裁，对，劲爆总裁他那个时候加入过来的时候比较特别，他是听客行车司机在讲有一个阿妹就爱唱这个台语歌的，所以我是不晓得是哪一位车队，就是那个时候很像是劲爆总裁搭上了这台计程车，然后总之就被计程车司机推荐过来，然后就成为我们家的总裁了，这个真的是很神奇的缘分，因为客行车司机。嘛是就爱听台语歌嘛，所以我讲我嘛是感觉这个缘分真的就神奇的，这个缘分真的是很神奇的。然后他就真的就是从加入之后就马上成为总裁之后，然后也是马上就是加了2-3年，他是用年份去加的用那个我们的绿阶高阶加下去，对，所以他一瞬间获得了3颗蛋糕。那我们这个客制蛋糕其实是1年才有1颗，他直接加了3年，对，也就是说这是他今年的第3年。那第3年蛋糕我就直接不客气了，来啦，劲爆总裁，我嘛老实讲，我想要升这，好不？就是这，就写在那台湾冰人有无？然后他就说好哦。槟榔这个东西其实对我而言是小时候有一些 PTSD 啦，因为爸爸以前也都吃槟榔，对，但是。现在长大，我发现有一些米其林不知道几星的厨师们，他们也会玩这些槟榔梗就是当然我们不鼓励吃槟榔，但是我们会这些厨师们他们会把它做成槟榔的料理，算是优大家一默。那如果有外国的一些宾客来，他们也是会做这些槟榔料理给外国朋友吃，然后跟他们介绍说没有，这是台湾可能算是有一些摊位就看得到的这个槟榔，对之类的，就是说算是幽默一下。而且我很开心在今年的好像是国际书展吧，有一个摊商，有一个出版社，他们的结账区也是槟榔摊好有趣哦！所以我就是觉得说，就是我可能自己去发掘的这些东西，大家其实也都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有趣，可以跟国外朋友推广介绍的一个所谓文化的一个特点之类的吧。对，没有错。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好有趣。所以就是其中，好像是今年的2月还是3月，我就特别就是有做了槟榔造型的芋头香菜点心，然后我还自己去就是请牛妈，就是帮我们就是把那个袋子，就是真的很像排成槟榔袋，但它不是槟榔袋的那个造型。对，所以这些就是满满的每个月的巧思，我们真的是每个月就是都很花心思，然后在这个所谓的就是这个频道然后就是可以的话。
就是高阶会有回馈，就是为了想感谢大家加进来，所以猪猪每个月都在思考说怎么把它做成最大的效益化。对，真是绞尽脑汁可是每个月都觉得说哦，成果哦好满意哦，够满意好好玩哦。而且我把那个很像槟榔袋的那个猪猪袋啊，我在今年还有特别带去日本玩，对，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就是麻烦我们的专业美编牛妈替猪猪排出来的。你看到上面并没有任何的槟榔字眼，我们只是故意有点仿照，就是可能算是时下就是摊位的那个槟榔袋的这个排版，有没有？对，然后这很好笑，我就把这个带去日本玩。因为猪猪是一个，就是即使出国玩，我还是喜欢带着很多很多台湾元素去做一个算是融合之类的嘛，所以我就把这个很台的这个有点类似槟榔袋的这个束口袋，我拿去日本装什么，你知道吗？それなんだっけ？タケノコのチョコレート啊，その名前が忘れちゃったけど，就是它有那个竹笋造型巧克力跟香菇造型巧克力那种感觉，对的那个那个基本上也是有变成袖子哦，都很有趣。对，所以其实我每个月就是都跟观众无所不用其极的在发掘，去深度挖掘这些台湾文化有什么东西可以玩呢？然后你挖下去，你会发现你真的是会有源源不绝的一个该怎么讲灵感，因为你就生在这块土地，这块土地它永远都有点子可以跟你一起玩，就觉得好好玩。对不起，我抓一下聊天室，等一下不小心要介绍太久了，等一下哦。谢谢，对，太早开台了齁，不过我觉得时间还好啦，对，反正可能也是聊个1个小时才在唱歌的。汤姆伊拉塞，对不起，帮我加个马赛克。然后没漏骚，对，为什么要加马赛克？然后也谢谢汤姆先生替猪猪宣传置顶类就是可以放在置顶的这个什么，对，就是猪猪频道的部分，或什么回放吗？我回放啊！我讲了这么久，我回放没有关，是不是？对不起，我回放居然没有关。要晕哦！拍谁啊？贝吉蒂啊！对不起，时空旅人们，你们可以那个 F5 一下，谢谢。你们可以 F5 一下。那叫逢猪买进。原来猪猪没有听过那个用法吗？你说逢猪买进吗？然后，好，对不起，我讲了这么久，结果自己没有关回放。等一下什么啦？早知道我先开聊天室了。然后没事，新任总裁可以选，不是嘎子版的，没有错。对，就是我们总裁就有选择的权利。我们人生最怕没选择的权利，但一旦您是我们家总裁，您就有选择权利，不用担心。没有选择的是那些可能被迫害的，可能感情太好我们有一些大佬可能就是每个月不请他吃一下浑身不自在，那个就可能没得选。对，我们家大佬就是对，就是如此可爱，好不好？虎油超说好吃的配方，没错，刚刚虎牙就什么啦，深红怪怪的，是小傻，然后糟了来，不至于被折断吧？反正8月1号先生，你已经被你没习惯洗了吗？你不是已经被折习惯了吗？这品牌没撑过去了。然后甜食加辣油，可以的，子奈先生，对。我们这个香菜上下料理已经经营了大概4年多了吧？我发现那个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是有办法的。看起来真有趣，太有心了吗？我觉得是应该的，因为说真的，3200、3800这个数字并不是每个人都负担得起每个月那是已经可以拿去存股的一个钱了，你懂吗？那你们愿意拿过来支持朱蒂卡，我当然要好好的，就是把它变成一个效益最大化，不管是我还是对你们，对，所以我才这么坚持我的原创料理一定就是每个月新鲜原料制成，可是却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家总裁很爱囤积我家，就是我的高阶会员回馈，他们有时候会很可爱，舍不得吃，然后一囤就囤2-3年。这个我到现在还是很担心你们的肠胃啊，但是听说目前还没有人拉肚子这个是尽早食用高手等级吗？什么东西带走什么啦？汤姆先生怪怪的，是不是哥们？对，哥们就是如此。哈密瓜先生，我想要接到这种料理联动吗？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其实我有时候也会看一些 B 鹏鹏，他们也是会制作料理，我也觉得好棒，因为我自己很爱看料理的一些直播之类的。有没有之后分享多好吃
感谢他哇，谢谢他哇啊！是内部爸爸大家又觉得是小菜粉，不会觉得奇怪的。对，刚刚那应该是芥末，对，那看不出来芥末，对，因为它我并不是用色素，对，所以不是用色素的状况下，其实它的绿色是混在里面的，它并没有扩散，因为它不是色素。那我上次跑出来什么料理大赛，有一个人问说布丁吐司它那个布丁会辣的。就是神奇蛋会辣，这种感觉啦，没错。然后，色素厉害，中岛我中岛好吼，烧流大好震撼的画面吗？还好啦，这在我们本频道的高阶会员料理里面，大家都已经惯习了啦，大家抗性都很强哈。我们之后，我们的新任总裁哈密瓜先生，你就可以了解到，对，就是我们总裁们是到底是。压力多大，多么会玩了。不过这个月加入，就是说，我只能说您真的是平安顺利，对，逢低买进是好的。为什么？对，因为这个月的当家总裁刚好是我们的艾莉大小姐，对，就是我们可爱的大小姐艾莉。为什么她是我们家总裁呢？这说来话长，她是被迫害的，她是被迫害的，所以。但是她被迫害到有权利决定，就是这个月大家吃什么，你知道，就是直接对。大佬们就是这么会玩，对。那么艾莉大小姐这个月指定的非常和平，就是让大家吃德国布丁，对，然后有点蛋挞式的布丁，然后比较 guts 版本的，就是比较迫害版本的，顶多就是加个花椒粉，就这样。好，新来观众想说加花椒粉好可怕啊，然后我们总裁啊，只有花椒粉哦，搞不掉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对，好警语，对，所以那个也是我们高阶会员独有的，算是漱口袋啦，对，而且就这边还有存留几个，可能会不定期的，就是在每个月出高阶会员的这个货的时候，然后就放进去让大家做收藏这样子，对，就竹笋自己高花桑伊拉塞，对，竹笋香菇大战，嗖，阿嘞大哟，阿嘞，对。还底咧迪卡笑的磁龙屋，好，我真的把它用那个袋子拿去装那个竹笋，远看今天我够小冰冷够喝剩你知道没有？哎呀，10公里人还在追上了，不要，还太少，我不爱讲葡萄瓜，所以我不要叫，拿走。其实放久了也就会忘记扣款嘛，都忘记会扣款。谢谢他吧，对我们他吧赚太多啦，就可能那个每个月扣个3200、3800，对他而言不是扣那个3.2块、3.8块，我们大佬真的不愧是大佬，好不好？阿嬷的冰箱，对，真的，我们大佬的冰箱，阿嬷冰箱就算了，而且他们还很专业哦，他们还知道要去找那种可以零下-50度的，真的是可以极保鲜，冰3年不会坏的那种，而且他们每隔一段时间都会相约群聚，然后来吃差不多。1年过了，我们快来吃那个去年度的，你知道这个对话多么荒唐吗？这个对话很荒唐差不多又累积12个月了。对，我冰箱那什么啊，忘记了，然后还拍照给我看。猪猪这去年像这个月的然后我就说这个月吗？这个月快吃，不是说猪去年这个月是什么？然后我就说。你去年这个月在问我是什么？我不管是什么，你给我丢掉，不要吃了。然后之后人就消失我就想说好，应该是丢掉，很乖。然后之后过1-2天跑过来跟我讲说，猪那个好好吃你那个用料真的很新鲜我真的是吃完之后觉得我也不知道那什么东西好好吃我说你吃掉了，你没有丢掉，你的肚子，你没有拉肚子吗？我没有啊，我没有拉肚子啊。然后我可能明天再继续吃那个去年那个11个月前的是什么？你不要再问我是什么了，我不知道，就很崩溃，你知道吗？就已经好好的包好了寄过去，想说大家应该当月都吃完了，但是。本频道持续发生，就是高阶会员一直在囤积，囤到不晓得为什么已经变成他们的默契，你知道吗？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本频道的第一张台语专辑叫做《调味》，调味内底有几首歌的叫做囤积。对，我们就在致敬我们大佬们，不要再囤积了。对，大概这种感觉，跟阿嬷冰箱里面的肉粽。要囤主机，对我知道叶他们就是每次都用魔法来打败我你们是给我囤主机，我东北马爱囤积，我就这么说也是，您说的是，对，您说也有道理，是，反正我是没用的年轻人。继续拉塞，不停的焦糖换掉，那个绿色不要有正常模，上次是小菜我节目，一年东西真的很新鲜吗？
他们还跟我讲说，哦，猪猪我做过实验，你这个食物真的是很新鲜用料真的是实际，然后可能过程真的也都是很无菌，我们大概冰了大概1年半也没问题什么之类的。我就说你不要再跟我说了，你们想囤积没关系，可是可以不要在你们开箱的那个时候过来跟我讲，让我再崩溃吗？你们想什么时候吃无所谓，无所谓了 ，OK 了，都无所谓了。你们想什么时候吃无所谓，可以不要过来跟我讲吗？小哥伊拉下是熟成真的是这是熟成很棒，这个观众很会。对，441伊拉下到我们的冰箱可以升上时光机。腌萝卜不是水灵宝贝，不是我说来话长，我们水灵宝贝很乖的，它不会囤积。那为什么它是我们大佬呢？它也是被陷害的，就是每个月必须要吃，就是这类的料理。对，但是水灵宝贝你不应该是囤积派的，你很乖的，不是吗？对，而且最可怕的是，你知道吗？我出配线的时候，那时候想说，开这个高阶会员，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才小猫2-3只，对。那我在想说，可以的话，每个月都就是近期索伦的回馈，所以我在出配线的第1个月还第2个月之后嘛，我们就收益开通，然后我就开始开这个高阶会员，然后。我记得有一个月好像是11、2月，刚好是美浓萝卜，高雄美浓这边的萝卜，那菜头够好吃有无？细条把子，安尼长长，长长的，无就大的迄个菜头有无？在这个美浓的菜头是细细长长，然后就有就幼细耶，就是说它没有什么那个纤维，懒得工就幼细耶没什么纤维，所以我就亲自去拔了美浓的萝卜，自己去拔回来自己腌。然后那时候想说，我记得那时候会员也好像才4位还5位高阶会员，我想说好，然后我就腌一下，然后也算谢谢他们这样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们时间就这样过了，3年过去。对，那时候我记得3.0的时候，某一天，我们那群可爱的会员又过来跟我讲：“猪这个那萝卜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吃我就觉得还不够入味啦。所以我就是最近才开起来吃。”我说：“什么最近？我最近没有出那个腌萝卜给你们呢。”我说：“你们是搞错了，是还是妈妈买回来什么的？”说不是啦，猪你3年前的腌萝卜就。3年前，你跟我说你在吃3年前的腌萝卜，你快给我丢掉！我不是猪，我又想跟你说，我昨天吃了2块，我今天就下鼻耶，下面就下鼻耶，我配迄萝卜饭，就下鼻耶，我讲多谢你跟淡掉好不好？说不行啊，我还要继续囤啊！你知道3年后听到这些话多崩溃吗？然后继续就是猪你这用料新鲜，我依旧不拍巴豆真正不拍巴豆。对，我说谢谢你，我知道你想夸奖，可是可以不要每次都让我崩溃吗？你夸奖时间好像不太对，然后夸奖通常都是收到了1-2天，猪这个好吃，谢谢。我说好，对我很开心。但是你3年之后再过来夸奖，你知道朱迪卡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去面对这些东西吗？对，水灵很乖，他真的，对，他是我的乖宝贝，他是我乖宝贝。那趁着世界都吃到这个，感谢你，是没错啦。对，就是说我们家大佬很可爱。对，另怀疑大佬去异世界，每个人都是确实才不会换收纳技能。然后我就把这件事情快点跟我们可爱的就是保险业务专员我们的汪姐讲这件事情嘛。对，因为你们尊爵不凡的大佬们是之前朱迪卡就是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帮你们就是各位可能弄好，就是可能投保啊什么食品什么登记认证什么都弄好了嘛。然后我就在今年年初就跟他聊到这件事情，我说汪姐有一件事情我很难启齿。然后他说怎么了吗？他说朱小姐怎么了？我说如果说我的消费者很爱囤积的话，他说囤积什么意思？很爱囤积我做过去的这些可能不管点心啊，还是任何的一些料理啊。然后翁姐就说真的很爱囤积吗？多爱囤？我说翁姐，我讲了你不要冲动，可能有一些是囤3年。然后说3年，我说对3年。然后他就很紧张，朱小姐，不然这样好了，你方便把就是很爱囤积的这几位的那个联络电话给我吗？我可能打电话过去跟他关心一下。我说不是，温姐，不是，我没有要你关心他，我只是想问这个该怎么办。对，然后
翁姐她直接紧张到想要打电话过去给你们关心的，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说翁姐先不要，我说没事，我会再念他们一下，我会再劝他们不要囤，就这样。你知道，这完全这样不怕抖呢，不在变乱呢。因为这都是可以放久一点，可是哈密瓜先生他们已经放到跟我讲说，哦，有那个，就是哦，猪猪你当下加的那个米酒味道不错，你知道我更崩溃了，你知道吗？我说不对，我没有加米酒，我就很简单的，我就是用盐巴抓腌，然后我杀青之后，我就只有放糖啊，我就觉得放糖跟水果醋，那个苹果醋多贵。我没有加任何的什么酒精类的一些什么米酒什么之类的，你们为什么会有发酵的味道？他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哦，好 ，OK， 这个味道不错，继续囤。”就每年都在崩溃，你知道吗？桃啊，好桃啊，好桃啊，不要同流合污，这是成年萝卜。所以，你好，你好，欢迎来到的开屏的，像是开箱的不是对。所以最近就是的确猪猪这边又复刻了，就是以前大家一直想要敲碗的腌萝卜，因为我怕大家又囤，我就一直不敢做。要不然腌萝卜其实对我也是很简单的东西啊，但是就是很有趣，就只能说当月的当家总裁刚好是吴兴，然后吴兴他本身很爱吃辣，有没有？所以我想说，好啦，他当家，不然就算是回馈一下大家，所以这次我们第2代的腌萝卜又寄出去了，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包装，对，然后里面可以选辣跟不辣这样子，对，然后我们的高阶就很可爱，说哦，猪猪复刻版太棒了，以后有3年跟6年的比较版这样，然后我听到那个数字，我就3年跟6年，我谢谢你们，3年跟6年。所以我现在只能放宽心就已经要做好心理准备，可能那个6年，对不起，6年之后就可能再过个再过个2-3年好了，可能真的会有那个3年跟6年的比较版本出现，那可是我就只能沉住气了，你知道吗？20回忆不是阿嬷冰箱都不冰箱。店先生，你很乖的，我相信你应该是不会囤，对吧？店先生，毕竟也是我们的新任总裁，我们可以跟哈密瓜先生手牵手当我们的清流总裁，对不对？店先生，你知道刚刚哈密瓜先生也是我们的新任总裁了吗？那就请各位好好带新人不要带坏新人哦。哪一天要是哈密瓜先生开始囤积的话，我也不能怎样，就猪猪要不放就会阿嬷家的味道。只是阿嬷家的味道，那个成年的味道，我可能是无法比拼啊。毕竟有些阿嬷的那个怎么讲？说真的，阿嬷家传的那些味道，真的，他们有时候都是靠直觉去入味入菜的，那个味道真的很棒。对，我是还不知道有没有真的到阿嬷家的味道，但是请快点吃掉，谢谢大家。是没有啦，到时候拿到腌萝卜这个是不是什么当初太单纯了他啊？你可以继续单纯下去，请你继续单纯下去。我不需要3年之后看到他娃说哦，猪猪那个3年前那个用料新鲜哦，没有拉肚子哦，应该不会是我们他娃，好不好？太漂亮了，谢谢。哎，给猪猪一个葡萄干。有啦，我追到了水母先生。所以水母先生，你听到了吗？我们总裁们应该都要很乖的，我相信我们水母先生一定也是很乖的，好不好？是不是？我们身为高阶会员大佬，我们水母先生虽然说看起来白白的哦，对，但是他是我们绿界大佬，对，他可能就是觉得说不想在这边绿绿的，他只想在绿界绿绿的，就这样。所以我们高阶会员是随便大家看要加哪里啦，因为大家方便就好。对，看到加 YT 还是加绿界，其实两边对猪猪而言都是没问题的，你们方便就好。对，所以水母先生知道了哈。我相信您收到这个腌萝卜应该不至于就是跟大佬们同流合污，3年之后然后再让我崩溃啦，对不对？好，让我知道你们已经吃完了，甚至已经吃到快完了，这样好不好？好乖哈。3年又3年，3年后3年，这么3年后这么最后一句话，什么半只家人鸡蛋总裁？店先生，你们这样再交棒下去，就是对大家真的是才刚加入就坏掉，可以不要这样吗？你就不是他娃，你双边总裁，你到底是在那边干嘛？我们他娃就是之前有一段时间是两边都绿绿的，
就这边绿不够，还要跑去那个绿界再绿一下这样子，所以他现在年资是本频道年资第一总裁哦。然后还有一位就是迫害年资第一总裁，我们的福利熊最近比较忙，最近看不赢他就是我们很尊爵不凡迫害大佬，论年资大概是可以跟他娃比拼的，对，这两位对，总之就遇到福利熊，我们可能就对小心一点，乖一点，就是3不5时他可能就会来送福利了，这个福利可能就是迫害级的这个高阶料理哦。当然，如果您想皮想被送的话，对。也欢迎去皮一下他，就这样子。哇，一开讲就是1点钟就咻一下就过去了呢。哇，一聊天就直接1个小时就这样不见了。来，稍等来，今天真的唱歌啦，嘿啦，我今天跟大家这样子随便聊天，真的1小时也就没了。就像总裁们的讨论区吗？是这样子的，哈密瓜先生，我们家总裁这边其实基本上我没有特别设讨论区，对，因为我自己有分析过，大家其实都很忙，大家其实真的，我们家大部分的总裁他们大老板或者是主管，那有些人夫也蛮多的，所以他们基本上就是会加高阶，可是不常有机会跟大家。算是博诺啦，不要说博诺的是抬杠啊，下面也，所以基本上我从设定高阶会员之后呢，我就没有特别去设一些 DC 的权限，是因为如果真的有需要我来做通知的话，就是我尊爵不凡的私讯你各位，而且我是一个一个分批私讯，分别私讯，对，那当然就是可能在 DC 有一些身份组，我只要进去，然后直接就是丢一个讯息，我就可以走了，很方便。可是我就觉得这样好像比较少了一些尊爵不凡的感觉，我需要是由我自己亲自来跟您做联系这样是尊爵不凡啊。而且再加上因为我是考量到每一位总裁其实他们在社交部分其实也不见得说真的加进来了也想社交那当然想社交就会留在那边继续讲干话欺负猪猪之类的，但是有一些真的是忙到没时间社交，对，他们不是不社交，他们也不是说不喜欢跟大家玩的，有一些是真的也是很疯，有一些是很爱讲干话，可是他们真的是没有时间过来社交，所以我也担心说设了一个 DC 群的感觉，担心给这一群大佬们有一些压力在之类，很像就是非得一定要来看这个群组，我就会变得说给大家一些不自在的感觉了吧所以我观察下来，我从我开高阶会员开始，我就坚持，我就不会去设那些东西，对，所以就变成说有些需要通知的，我就一一私讯你，就是这样子。我觉得这样比较简单啦。虽然说我可能一次可能要私讯了大概10几20几封，那也没有关系，对，因为我觉得对我而言这样子也比较妥当。有什么需要我这边个别处理的问题也比较好，就通知我这样子。对，就是安内哦。大家晚，大家好，我个无小心抬杠。开伤侪时間啊，好啦，真正要来唱歌とりあえず誕生日のこれはなんだっけ商品買ってください。我们还有这个生日季的周边，也欢迎大家支持起来。而且我们的精装版尊爵不凡的精装版目前好像还剩下34张就可以让朱迪卡抖出几口料理，到底会是什么呢？真是期待让你们抖出来啊！我今年的生日的鸡卵糕谁最安呢？嘛是我自己做的那个影片也是陆续传给水灵宝贝，我真的是我这个影片又传到一半又消失了，水灵宝贝等我。我常常就是联系水灵宝贝一些工作上的事情，或者要传影片给大家做剪辑，我真的有时候影片丢可能1/3或者1/4而已，我马上又消失了，去忙其他事情。对，来。这颗蛋糕就是我们家总裁送给朱蒂卡的我必须自己做就算了，还得自己吃自己尖叫诸如此类的迫害，都希望大家玩得开心你们开心我就开心而且我们的直播档还放在我们的就是频道里面，欢迎大家都可以去翻一下我当下吃这颗蛋糕到底是多么多么的崩溃，谢谢大家可是不得不说，除了葡萄干区之外，我自己都可以接受啦。对，因为葡萄干不行，真的没办法。虽然说它配奶油跟蛋糕吃很像还是可以，可是我发现不行。我现在看到它，我还是不行，我生理性真的还是没有办法接受。
哦，对了，要免费填单哦，对，小天没有错，是我们的水母先生就是如此加进来的呢。因为我们文化部爸爸这里，文化部爸爸就是在今年3月开始，就是像吴昕老师有替猪猪争取到，马上出来了。就是吴昕老师有替猪猪争取到文化部爸爸在今年再次替我们的频道做一个补助，做一个加码。那我们这些补助金额，我们就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希望可以回馈到您的手上。真的是食品的这些周边，所以就是会变成说，我们希望你们每个月记得要填单。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些大佬，他们是150块以上的会籍，最高级3200、3800，其实都是含在这些文化部爸爸回馈的这个奖品里面。也就是说，你加入我们150块以上的会籍，就可以每个月收到文化部爸爸赞助的这些周边。对，而且是直接寄到您府上、您手中。但是我们不认后台，我们只认表单。为什么？因为的确，猪猪这边有些大佬，他们真的是每个月真的是纯赞助，而且其中有一位很神秘的中部的大佬，也叫做汤包哥，他是我唯一不晓得他的收件地址在哪的。他真的每个月3200就真的是纯赞助，因为他因为依旧爱台湾文化，这个台湾宫庙这个文化有没有？对，因为他就本身就喜欢可能台语歌或者台语文化这类的东西，所以就真的是纯支持。那那时候有跟他通知说，汤包哥，我们像150块以上会籍的朋友们、高阶们，都有资格可以获得这个算是文化部爸爸赞助的这些礼物。那不嫌弃的话，可能就帮您寄出去。您要收吗？要收的话，我可以帮你填单，因为尊爵不凡的大佬，我可以帮你们填单，你们免填单。对。那时候汤包哥就说没有猪猪，他还是不收，他说猪猪没关系，一样纯赞助。也就是说他算是比较 care 他各自外流，那他就是属于就是真的连这个都纯赞助，他也选择不收。所以我才说没关系，你们如果不想让自己的各自外流，你们就不填单。但是如果想要收的，一定要填单。但是我们这个新任总裁，我们的水母先生很可爱，突然哪一天加进来了高阶会员哦，他说我就说猪猪。不是，我就说水母先生，谢谢你加入我的高阶会员，哇，怎么这么突然？然后他就回了一句话：猪猪，我不会填单，我想要文化部爸爸的这个奖品，不会填单。我说你不会填单，没有关系，我帮你填。我说你想要文化部爸爸的奖品，你150块就可以了，真的是不会填单吗？然后他就脸上画 QQ。真的不会填单，猪猪帮我填。我说好填，我都帮你填，我帮你填没有问题，就很可爱，就很有趣啊，所以就觉得谢谢大家的照顾，也谢谢大家的信任，因为我对太尊爵了嘛，对不对？哈密瓜先生，小天也爱人如你，小天谢谢啦，我都有看到你都会默默的在那个 Twitter 替猪猪推广这样子。真的要唱歌了吗？这真的他我追完聊天室就唱歌啊，小妮妮等一下。对，我这两天有在跟小妮妮就是聊天，然后就是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很棒的一些消息，之后可以公开的时候再跟大家说这样子。对，居然把3色都分类排好。对啊，而且影片都全部我都会再传给水莲宝贝做剪辑。对，我那天其实已经排到有点怀疑人生，因为我是觉得如果是排芋头或者是排我自己喜欢的食材就算了，但是为什么我要排这些排到就是而且我还排得太整齐了吧，花了饭。对，这个就是总裁们送猪猪的生日蛋糕，好可怕。对，的确是5色5型蛋糕没有错。这是谁在弄腌萝卜好长，有30分钟。对，我的腌萝卜录的特别多，对，因为我觉得每个细节我都让你们知道。阿嬷家祖传的腌萝卜不是盖的，这需要葡萄干吗？不是，不，没有人需要葡萄干，好可怕。下次是8色3，不要，我不要，你们有种就让我公出，对我几孔食材第2。对，到时候再看有没有机会再把我的几孔食材第2个我害怕的到底是什么食材，再放上蛋糕，然后我们再来相爱相杀一下好吗？所以我想要这个我不会填单，好，直接刷3200没有错。对，正解。汤包哥就是摩西吗？那么神秘。本频道太多摩西了，我一下也抓不太到，到底谁不想抓了？循环费。小妮妮，对，小妮妮。
没有错。好，大概就是这样子。对啊，所以小妮我在聊说，很谢谢大家的信任，还有不管是你是企业们小妮妮啊，或者小喵喵，小妮妮跟小喵喵的缘分其实也是从去年度开始。对，所以我真的觉得，不管加几次啦，其实每一次我都把你们高阶会员投递的这个金额当作是最后一次。对，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负担高阶会员的金额。好，这个也是我每一次都希望啊，你们加进来了，那我尽量不重复菜单啊。没想到大家也玩得很开心，我们真的很少，几乎是99%没有重复过的菜单。我希望大家加进来都可以感受到每个月的尊爵不凡。对，所以才会这么坚持，每个月一定要就准时出货。我其实不开台，可能就是什么流量什么的，其实我就是放着了吧，因为可能有时候我会觉得比起流量，信任反而是更重要的，信任真的很重要。重点是玉米的头像，对，因为我有强迫症，我的强迫症很严重，对，我是严重强迫症的一只猪，对，所以之后水瓶宝贝在剪辑这支影片的时候，其实量也蛮多的，就是我也是把每个过程都录得很精细啦，就是每个过程都录得很仔细，对，那我的强迫症其实。就说机密概念吧，我就是说机密概念，但是大家说我颇奇怪，我就是对这些东西很强迫症啊，对，所以就对，就是，然后重点是，好可怕，可是不得不说，跟大家就是一起庆生玩这些东西，又觉得很开心，这样。想要就葡萄干那个几孔太极蛋糕可以，店先生可以，我就看你们什么时候抖出来，然后。如果真的有机会，就是一瞬间我们把还剩下34张把它解决掉的话，对，猪猪最喜欢回馈你们了哈。有没有？好了，水瓶宝贝辛苦了。大概是这样子，就我们的年度料理的部分差不多也做个总整理。对，我们大概7、8月也开始要好好的来撰写一下企划书。对，那6月份我是想说开始先频道的一些影片做个总整理。对，看哪一些可以推的啊，或者是可以再做一些加强的。我们再来审视一下。一转眼你看我们只剩下6月份确定是德国布丁的嘛，然后接下来7月、8月决定完之后，我们一整年度的原创料理，哇靠，又可以做一轮大推广，你知道吗？谢谢大家，总之谢谢你们的支持，因为比起就是金钱上的这个算是赞助，当然这个也很重要啦，因为对主播而言就是金钱上的赞助是很重要，但是我更在意的是信任，对，彼此的信任不能被瓦解，对，所以很多时候都谢谢你们如此信任猪猪频道，对，然后很多时候可能如果你们有发觉，就是我也是真的很尽其所能，就像阿嬷觉得你饿的那个分量可以喂饱你们，我觉得很开心。有一种饿叫朱蒂卡觉得你饿这样，迟早会发起跳啊，没有错。因为我们的专辑啊，目前刚好刷到专辑，目前我们的专辑其实并没有期限啊，对，并没有期限。因为我们这个月6月的25号以前，也有请大家可能有兴趣的话，我们的周边，目前我们也是刷到周边了。我们那个周边的背心有大概还差大概9件还8件，我们就可以达到最低印量了。那我们一路就是预购到6月25号。我们这个宫庙背心、宫庙帽，非常非常具有台湾这个宫庙味道的这些周边，就是猪猪今年度想要主打的，对。我们这个宫庙周边还有旗帜啊，还有农药袋之类的。然后背心的部分，不管是单品还是周边，我们就是数量全部掺在一起。然后如果有买20件的话，我们就会到达起订可以起印的这个数量这样子。对。好，现在在等待就会10月拆的。第四生你不错，对我只是说这个脑袋。完蛋了，店先生真的学坏了，养大就突然在桌上，然后还咬橘子这样。给完波多还没搞妈呢。好，我们就期待我们今年中原普渡朱蒂卡是不是真的会如店先生说的，就真的被拔起了，然后就只能就咬一颗橘子在桌上，对，就完完全全投降这样。好啦，刚下定的机器，跟指甲是几点钟的，安尼修节了的过去啊。我们真的来唱歌，我快点歌先唱下去，歌先唱下去就对了。
吼。大家又啊，这朱迪卡又封面炸气，弟弟在抬杠安呢。好啦，聊到就是聊到一直卡痰啊，真的要唱歌了。然后也谢谢今天我们刚加入的我们新任总裁，我们的哈密瓜先生，真的要谢谢你们的信任。对啊，就是黏在这边1年，就是4年多的你们，或者是持续加入的哦，或者尽可能只加入1个月也不要紧，也希望大家不要有压力。对，就是我是觉得猪常讲啦，先把自己的生活顾好，然后量力而为，有能力的时候再来共体时间，那种感觉。对，之后变神猪，你们最爱欺负神猪。不要，我要唱歌，我今仔日想要唱歌啦，和我唱歌好不好？我要唱歌，拜托，请让我唱歌。快点哦，把他哇特地给猪猪的歌单开出来，我就可以开始唱歌了。今天就不限语种哦，我就想到什么就唱什么。完蛋了，聊太多了，会不会反而不好唱了？不小心聊太多，没有聊太多。等一下，我们为什么我现在看到我们后面绿界又有一位高阶，不知道是不是续会员？等一下是谁又加入了？我看一下，不好意思，我确认一下。感谢尊爵不凡的你们，朱迪卡，你们真的不让我聊天呢？是谁又续高阶会员，还是又加高阶会员？等一下，不是，我真的不能唱个歌吗？不能给点机会唱个歌吗？不是，我好不容易现在没感冒了，我唱个歌不行吗？等一下。啊，不是，我不是要查这里，等一下我按错了啊！我要查的是那个卖场后台，等一下，不是就给点机会唱歌，等一下，我确认一下，快点要感谢一下，不知道是谁加入了还是谁续了哈。啊，对啦，说迟那10块，感谢那内嗨推烧，感谢我们水母先生这个月又续会员了，谢谢。感谢在可能 YT 没有绿的，但是在绿界很绿的这个水母先生，今年又继续续了，是啦。好 ，OK， 我确认完了，我可以唱歌了。对，唱歌，居然摆出那个脸都没有笑，对，我只要略过我就可以唱歌了。水母加入，谢谢海蒂莎阿姆哥，我不爱葡萄瓜。你可以照啦，我不爱加啦。谢谢水母先生，好，水母先生，我这个又可以帮你填单了哈。想让猪猪聊天，没有，不是，我有真的啦，让我唱歌了，我们真的要唱歌。好啦，也谢谢你们这么支持猪猪，然后每个月的高阶点心记得要新鲜的把它吃掉啊。至于你们要囤积的话，就可以不要让我知道，我会崩溃，谢谢。我不要看到你们有在囤积，可是就觉得就是很，有时候觉得这件事情很荒唐，可是想起来就觉得干好北烂，好好笑啊，就觉得怎么这么荒唐又这么好笑这样。好啦，先安呢，来唱歌，快点，我看随便找一首歌，然后吹落去，安尼就好啊，吼。凊彩找一条歌，安尼紧吹落去。我们 echo 把它打开。Hello， 有一点点 echo， 咱只丝丝的 echo 安尼就好啊，吼，无需要收这 echo。我们现在随便挑一首歌好了。那唱什么嘞？唱什么呢？要唱什么呢？要唱哪一个呢？好，昨天在 DC 睡觉以前，很像有人询问说，
向好你的勇气，点谁给你的勇气？还有谁吗？梁静茹啊，我们就来勇气一下吧。今天就随便挑歌曲唱哦，不限语种哦，来勇气一下。好。看一下伴奏会不会太大太小声。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有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跟着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对不起，我想到一件事情，觉得很好笑。我把卡拉 OK 拉大声一点。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跟着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如果我的坚强任性会不小心伤害了你，你能不能温柔提醒我，虽然心太急，更害怕错过你。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有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跟着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好哦，梁静茹的勇气，谁给你们的？梁静茹啊，对我砸了1个小时，我现在才刚唱歌，你们没有错过我唱歌，我现在开始唱了，你们没有错过我唱歌，流言蜚语是什么？哈密瓜先生，你也很会跟大家一样空耳哎。好，笑哥有，我刚刚有稍微把那个我们的卡拉 OK 转大声一点。你知道我刚刚笑什么吗？因为算是今年比较密集的
不，应该是从去年开始啦。去年下半年因为在录第二批专辑，就密集的在练习那个台语的一些可能促音啊、闭口音啊，有一些可能在华语歌曲里面比较少的一些溃靠。然后特别是那个心中真心的这个闭口音，我那时候就是疯狂的一直在抓到底要怎么唱怎么念。然后因为刚刚勇气这首歌有很多心，很多什么真心啊，什么心什么，然后我刚刚都会觉得说以前我怎么唱的，现在我怎么唱的会错乱，你知道吗？我总不能说你的真心，这样很奇怪啊，因为华语并没有这种闭口音啊，还是说有，可能也不是在这个部分上。你的真心的，就是流行乐是这样唱嘛，但是那是台语歌曲。你的真心在哪位？哦，好难哦！唱歌的时候真的感觉是换了一只猪，一定是因为就是都太鸡皮盖脸了，一定是这样子，两边都是鸡皮盖脸，觉得童叟无欺。通常都是同一只猪，哈密瓜先生，你感受一下，我现在不管是唱歌还是讲话，都是同一只猪。你看着我的眼睛，有没有鸡皮盖脸？你会发觉，绝对就是同一只猪，知道吗？好，喝口水。流言蜚语，不是我已经没有什么歌可以唱了，你们可以不要再破坏就是任何一首歌了吗？我就连数到10都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好好的面对它了，你知道吗？就没有变成台湾国语就好。对，所以像很多我就很佩服那种双声道的一些歌手或老师啊，像黄绮老师就是一个很指标性的，他是台语国语真的是双声都可以诠释的很好，然后你不会觉得他台湾国语，然后唱台语的时候你又不会觉得说黑溃靠不，因为他溃靠真的就是就好听哎，我就觉得天哪，好厉害哦！好，To比家是 To比，欢迎来到迪卡的频道 ，To比你好，我们欢迎 To比的叫落，谢谢你们的叫落 ，Hello 米克斯斯，欢迎你的降落，谢谢你们的叫落，我是迪卡屯 Joki。对了，蜘蛛今天有稍微早一点开台。对，我今天原本想要早一点唱歌的，但是是安怎？嘿呀，是安怎？我今麦才开始唱歌嘞，不可能啊！是发生什么代志咯？一定是刚刚被盗账号了。对，明明11点半开台啊，怎么现在才唱？怎么明明11点半开台，怎么现在才开始唱歌？吼，他就奇怪了呢。谢谢你们的叫落，没有错，我们兔比的叫落证明，我也没有假兔啊。我们是频道就是流传那个就是很奇怪的都市传说，朱蒂卡会吃兔，没有这种东西，我接受真听。嘿，我的兔姐妹，我们兔比今嘛杠肉啊，我没假兔啊，就是就直接证明的家，就证明我没有吃兔，对不对？谢谢你们的叫落，这位是 XIN 先生吗？然后还有丽，谢谢叫落，梦琪谢谢叫落，SB3 谢谢叫落，然后有按赞了吗？谢谢梦琪，特别几点？嘿，特别几点啊？我跟你抬杠，1点了，我还在这边聊天。兔兔，谢谢你的叫落，对，绝对童叟无欺，没有吃兔，对不对？有可能直接叫落到会问，台湾你被盗账号了，怎么会这样子？等一下，刚刚在疯狂哭诉大佬囤积症，对。你知道我花了1个小时的时间在疯狂哭诉大佬囤积症，那边哭边感谢，到底怎么回事？谢谢你们的叫落。对，水母先生，是臭臭老师你好，准备没有？大猫先生你拉伞，不是追生大哥，你这样不是就这样就不厚道了。臭臭老师，看到需要填资料日子，对，记得填单，没有错。感谢加入150元会籍的你各位尊爵不凡的会员们大佬们，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你们的信任，然后也感谢我们兔比的加漏。目前如果不嫌弃的话，可以来看一下朱蒂卡，就是您的视窗的右手边有一些可能最近要宣传的一些，不管是生日周边单品啊、套组都有，非常非常宫庙风的宫庙背心，我们宫庙帽等等，或者是哇整个套组全部带走，够农药袋哦。这也是猪猪一直很想要做的周边之一，实在是太了。
抬到一个好喜欢。你下个有咱呢转介我们的尊爵精装版还有我们的瓶装版目前也现正贩售中。对，那我们目前精装版上还只差34张有达标的话，蜘蛛就要公出第2个害怕的食材给你各位，给你各位相爱相杀了。我不知道。对，没有时间的限制，就是在专辑。但是如果是我们的生日季，你刚好喜欢我们非常台味的周边的话，记得在6月25号以前一定要预购。对对对，那目前我们的背心差9件，我们就达最低印量了。那如果不生气的话，也刚好你喜欢我们台湾宫庙风，欢迎支持起来蜘蛛的生日周边哦。刚问刚下都有打吼，是谁？是谁到你这？哦，大华。大华，你学坏，好坏！这是在打开，不是小喵喵，小喵喵，你刚刚没有听到猪猪姐姐花了1个小时，就是边哭边感谢，就是然后又边崩溃，你们囤积食物吗？你跟谁学的？自烧兔肉吗？不会的，不会的 ，Cherry， 不会的，我们兔兔来这边非常非常的安全又安详，可以很安详的，就是待在我们直播间，很安全很安详，真的相信我，好不好？完全童叟无欺，我不假偷啊，我的好小，会不？哦，晨晨你好，安，加了3块，就是不要再囤积的小喵喵，猪猪姐姐刚刚还在崩溃说很担心你们拉肚子，我真的很担心，保险业务员翁姐真的是一打电话过去跟你们关心呢。然后精装版跟对，我佛精装版不是没有这种东西，没看到兔兔来猪就忍不住要露出小虎牙吗？我的小虎牙才不是要咬我们杜比，我是要咬你们臭男生，都喜欢欺负猪猪。我的小虎牙怎么会咬杜比？这些爱造谣臭男生，小心我咬你们哦！好可爱哦！自己讲自己觉得很可爱，我到底在干嘛？我真的觉得我这小猪牙真的怎么办？看起来好笨哦！我原本想说稳了，我的 4.0 看起来好致命干练哦，但是最近越看越觉得怎么像比 3.0 还好欺负？什么圈养啦？乔轩你好，欢迎来到对敌开屏的。偷偷在盘子上看起来安详吗？不是，我们的安详是心灵获得平静。获得就是可以可以就是无我忘我的境界，对，安详是一个很棒的词，是不是？有时候好事对我从哪里看来是可以。我不要理你们了，对不起，兔比以及兔比的观众，我们家面线哥哥乖乖的，他们因为平常生活工作压力太大，都来家冷烧你们是吊刚刚一起够伊我甲恁讲，因真正不是吊刚因为因平常时压力真正就大。所以，因拢故意搞我欺负，搞我糟蹋。这时阵应该爱考点。哭哭的那个快捷键在哪里？忘记了。我有没有说投射形象什么啦？可恶呀！我要找一首可能可以亲民概念的歌。对，我们要迎接兔比的降落，我们找一首或许 maybe 可能可以亲民概念的歌好了。完蛋了，哪一首歌？好啦，最近都在落雨，我有一段时间无唱这条歌，咱来唱一个好啊！来，等我一下哦，我再听一下哈。谢谢你们的降落，猪猪今天等下唱歌了。他怎么说开始就开始？等我一下，我看一下有没有比较好抓。哦，有了。好，这个 B 圈感觉现在还是很小声哦。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不敢打给你，我找不到原因。
沉默失眠的声音变得很熟悉，沉默的场景做你的代替，陪我等雨停。期待让人越来越沉溺，谁和我一样等不到他的谁？爱上你我总学会寂寞的滋味，一个人撑伞，一个人擦泪，一个人好累。怎样的雨，怎样的夜，怎样的我能让你更想念？雨要多大，天要多黑，才能够有你的体贴？其实没有过你分不清那些差别，结局还能多明显？别说你会难过，别说你想改变，被爱的人不用道歉。期待让人越来越疲惫，谁和我一样等不到他的谁？爱上你我才学会寂寞的滋味，一个人撑伞，一个人擦泪，一个人好累。怎样的雨，怎样的夜，怎样的我能让你更想念？雨要多大，天要多黑，才能够有你的体贴？其实没有我你分不清那些差别，结局还能多明显？别说你会难过，别说你想改变，被爱的人不用道歉。怎样的雨，怎样的夜，怎样的我能让你更想念？雨要多大，天要多黑，才能够有你的体贴？其实没有我你分不清那些差别，结局还能多明显？别说你会难过，别说你想改变，被爱的人不用道歉。怎样的夜真的好北烂哦！等一下，我现在学聪明了，现在就是在唱一些很认真的歌，绝对不能干聊天室，因为一定会不小心看到一些奇怪的东西，然后就歪楼。怎样的夜？不是燃烧神教，燃烧神教没有？对，我们不能造谣，我们做人要厚道，知道吗？建议加萝卜香菜，加大骨炖会有牛奶。我为什么看成小天？为什么我看成那个加拿大大滚？我在讲什么？猪肚汤暖暖胃嘛。后来这个天气应该嘛是就是好，就这个天气感觉凉凉的，很像适合暖胃一下。哎，菜菜你好，今天你依旧美丽动人，下雨天在春天哦，谢谢菜菜，刚想你也不会播，对，谢谢你们的陪伴。还是处理，请稍等，是什么东西？怎样的雨，怎样的夜？我觉得今天不太适合聊天。我觉得今天明明想要安排一些就是很
很沉浸式的一些很有阴天氛围的一些气息的歌曲，但是好像一定会被你各位尊爵不凡的熟男们歪楼，这现在没有办法，只能继续被歪楼。我跟你讲，我只要不看聊天室我就赢了，对，嘿，我不要看聊天室我就赢了，对不对？好啦，也是一阵子没有唱的这首莫文蔚的《阴天》哦。加拿大鼓，什么主兔子要叫不是？没有，我就说我们 Toby 已经休息了，对，他安详的降落到猪猪频道，很开心很安详的休息了，好不好？我们不要吵他，因为开台很辛苦的，好不好？刚不是问怎样你才能更想，应该是美食的样子嘛？对，不得不说无法否认啊，小狐狸拉塞，小狐狸啊，小狐狸久没来，你可以把那个草字头剪掉吗？乖一点，你乖，不要同流合污了，你很单纯的，对不对？这样后面说什么改 I 变什么瞎回啦？不是臭臭老师，我哪跨博？忍心不看你们吗？我就是忍心，我这样就切掉。啊，小喵喵，怎么奇怪？小喵喵，你最近跟哥哥们学坏了，对不对？小喵，你乖，姐姐不是不回来，姐姐唱完歌就会回来。我又不是那种就是等我回来，这一趟我们回来，我们就结婚，是不是？我又不是每次这句话就出去永远回不来了，你知道吗？我又不是这样子，我说等我回来，我唱首歌就回来，是不是？那个差别有点大呢。好相信，为什么连对生生真的学坏了？安详在猪猪胃里休息，不是，我相信我们兔比现在只是去忙了。对，我们本频道的安详，此安详非彼安详，不要随便截图。想要花花草草就要种草，可以不用种在我这边，谢谢。路上谁说梦是对的？我不行，我以寡敌众，不行，我要切掉聊天室，我不要理你们了。紧唱歌啊！要谁拿紧唱歌？我要唱歌，我要唱歌。等一下，为什么都这么小声啊？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让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清晨鸦片，还是寂寞的无聊消遣？香烟晕成一滩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热情它永不会减，除了激情褪去过后的那一点点倦。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活该应了谁说的不知检点。总之那几年更新了一新那一年。而且学台语歌之后，发现那个中文的咬字变得好奇怪，我再琢磨一下。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恨情欲里的一点盲点，呼之欲出那么明显。女孩要统统扔到一边，这歌里的细微末节就算都体验，若想真明白，真要好几年。哒哒哒，回想那一天喧闹的喜宴，耳边
面想起的究竟是谁去或完结篇？看错行了啦！感情说穿了，一人挣脱着一人去捡。大可不必百口莫辩，女人实在无需楚楚可怜。总是那几年，你们两个没有缘。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寂寞的无聊消遣？香烟晕成一滩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傻傻的朱迪卡，笑得多甜。一定是你们那个谁盗账号，又盗朱迪卡账号对吧？他直接帮我跳到《次のしずく》。好，我们直接唱下去好了。这首歌我很喜欢哦，超级喜欢。秀改好明呐哈。琴の葉は月の雫の調べしみは歌方の無限虹色は愛をささやく吐息引くざわざわ声はセミシクでの風時間の果で冷めゆく愛のぬくもり好きしはがなき思い出を照らしてゆく会いたいと思う気持ちはそっと今願いになる悲しみを月の雫が今日もまだ濡らしてゆく影の月が浮かぶ鏡のような水面。这首歌是来自才知性的《月之点滴》，也就是好久以前，好喜欢这首歌哦，没想到被推到了，有太久没唱了啊，好怀念哦。你们都在记住太坏了，真是太坏了，天哪！世に咲き誇った万葉の花は移りにけりな悲しみで人の心を染めゆく恋しいと呼ぶことの葉はそっと今甘つかれた悲しみを月の雫が今日もまだ濡らしてゆく会いたいと思う
ちはそっと今願いになる悲しみを突き出しつくが今日もまだ濡らしてゆく影の月が歌う永遠に続く愛を等一下，他又跳到其他歌了，我快点把它关掉。职业师生一拉下，等一下，为什么我一回来就看到我明明精明概念，为什么你们不检讨？到底是谁在骇客入侵猪猪账号？对我的，没错，感谢牛妈，对我们这个完全没有业配，知道吗？没有业配，感谢牛妈保障各自安全。对，本频道大家就很喜欢就是做完坏事，然后就猪猪违背到账号了，不要学我。是屯屯你好，哇，是我们的好兄弟姐妹，她也叫屯屯呢。你好，我是屯就基，我嘛是 D， 不是好像骂自己，可是猪猪很可爱，屯屯谢谢你过来，欢迎来到土地改频道哈。是 YF 先生，午安你好，食饱未？这个迪卡也未食饭，因为伊透早食伤饱。我的早上吃太饱了。妖兽好听吗？哈密瓜先生，谢谢。这首歌本身它的编曲，我那时候我记得好久，学生时代不知道什么时候听到，我就觉得好惊艳哦。然后就一直很喜欢，到长大我好久没唱，可是他刚推给我，我就来唱一下，好怀念哦。先睡一下吧，我要斯密纳塞，小喵喵，拜拜。做过什么有趣的事情吗？不，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就精明干练。谢谢电先生，谢谢。我要验牌，什么东西一下？为什么 YF 先生你要验什么牌？精明干练无需验牌，对我们只要知道童叟无欺，精明干练的是咱朱迪卡。谢谢大家，来这边不准剪草，因为没有任何的草可以剪。但是呢，会当买咱的这个生理的商品甲周边哦，多谢各位，谢谢大家。我们现在右手边这个应该是刚胸服务吗？不过刚胸服务是跟好亲像一定爱有这有无？好亲像一定爱有这，对，就是这。好亲像一定爱有这，才有咱的工商服务时间的这个感觉有无？这个咱工商服务时间的物件，之前已经讲过啊，不过我唔管，我嘛是想要讲一个。咱工商服务的物件就是这，歹势不是这，那金毛开不是专业金报，这是今年咱的高阶会员的其中1个月可以收到的那个夹链袋，不过我们是要工商服务这个物件，等下。嘛不是这若是你若是对这台湾的料理有兴趣，会当加我上贵的这个会员吼，咱高阶会员，随时欢迎你的加入。我们今天有新的这个总裁哈密瓜先生的加入吼，刚下你的咖喱刷到来，我的工商服务的物件到底是靠伫咧倒位啊？我的高山服务时间了，我的传单去哪里了？不是这。等一下，我的传单跑去哪里了？我不会自己把它删掉了吧？等下啦，我记得朱迪卡那谁的套组嘛，是爱工商服务一个啊。等一下，那去哪里了？我不是有那个随便啦，就先抓这个。好啦，朱迪卡伫咧5月3早。今年的5月3早过生日咯，朱迪卡这生日的周边商品咯，
算是迎合我们这4.0加5台湾这个庙，台湾的庙宫庙宫庙风的气息哦，宫庙帽、宫庙背心哦，水啦跟我在吉呀，我们宫庙旗帜也算是朱蒂卡私心想要在今年做出来的，所以我们特别委托了很厉害的活活老师替猪猪绘制这一次的这个生日周边的这个主视觉图哦，我告诉也碎呀，这样是要消碎物的，好好看哦。然后这次我们周边套组限定就是我们的农药袋，农药袋算是套组限定，买套组就是把这个农药袋可以带回去，满满的台湾精华都在里面哦，好喜欢哦。那专播提回去哦，专播都落里面。无咧甲你543，全部要偌济咧，真正无咧甲你543，全部只有3、4个的，你当带得回去，全部只要3456，3456，全部装进去，让你带回家，朱蒂卡今年度最台的最宫庙风的生日周边，欢迎大家带回家，好不好？刚想令各位，除此之外，我们生日周边目前就是预购到6月25号。这个可能有一些时间的压力，大家那些有赢一旦背起来，有时间然后有预算的话，对这个算是比较台湾宫庙式的这个周边有兴趣，欢迎可以买下来。那我们目前这个你看在右手边这个 CD 就是我们的专辑的实体版也开始预购咯。那我们专辑预购的部分其实基本上就是没有时间上的压力，对。但是朱蒂卡立了个旗，对，我目前就是精装版如果有卖到75张的话，我觉得公出我最害怕的食材第2，然后有机会跟大家相爱相杀一下，因为目前我之前就有公出，我很害怕什么葡萄瓜，我就给他葡萄瓜，所以就是在今年生日的时候，这个我必须要自己制作这个蛋糕自己吃，因为大佬就是丢了，就是反正就是相爱相杀的绿界，我只能就是自己做生日蛋糕自己吃这些鬼东西，可是不得不说。除了葡萄干区域之外，其他真的都还蛮好吃的。这些影片的过程，我全部都会请水灵宝贝剪辑在我们的秀儿词，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你们可以期待一下，让朱蒂卡公出第2极孔食材，搞不好未来又有机会把2个极孔食材做成太极哦。就像刚电先生说的，所以我们目前精装版差34张的样子，还差34张就达标了。欢迎大家相爱相杀起来，就是安尼感谢您的支持，感谢来到到迪卡的频道，我是上台的这个台湾 YouTuber 迪卡屯足记。好，咱的讲上话有时间就结束了，感谢罗啦哈。好，对不起，刚刚那个突然画风突变哈。好啦，我们快点再来唱歌，我换最小聊天室。等一下，我觉得牛妈在讲干话了，可恶！等一下。囤猪鸡不要囤鸡，什么这是爱的指引什么东西啦？你们这男生都好奇怪，男生真的都很奇怪，都喜欢就是对就很奇怪，就对男生实在是太奇怪了啊！但为什么在流口水？等一下，好来，我把正常的 B 卷切回来。我追一下聊天室，我们再来进行下一首歌哦。然后。吃的很棒吗？多唱一点，晚上可以吃比较多吗？的确是这样。不过猪猪晚餐算是我都是早餐吃双倍，然后中餐的话看状况，但是晚餐的话我不会吃多对，担心会囤积脂肪。因为这底下就爱素耶，我基本上是很就是对饮食控管蛮严格的，然后因为又爱漂亮，所以我晚上会控管的更严格。如果打出不好听，你就要会最黑暗一面会嘎了你吗？不会啊，会嘎不到。那你个爸爸熊哪做的啦？伊拉晒，就是那个爸爸熊上咱的蛋糕啦，这个爸爸熊真正有够要死的啦！直接上来一两龟两个，我可要自己做，恁敢知？这个蛋糕是我们绿界高阶总裁，就是我们基本上在那聊天室啪啪熊 ，AKA 福利熊。对，就是他直接丢绿界的，算是一整年的迫害。对，那我们高阶会员其实还蛮多制度可以玩的。总之，我玩到我自己身上，我弄到我自己了，我自己必须做这个蛋糕，然后自己吃掉，多崩溃。可是其实当下超开心的，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好崩溃，可是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算是双赢的局面啦。就是今年生日蛋糕我弄到我自己，可是就是又度过了一个很难得的一个生日这样子。就是安呢，这个朱蒂卡不作死就不会死齁。然后VPN 不仅可以让自己跳到海外 IP 观看，吗？还能那么便宜？有吗？你真的很像那个他们的业务呢，你真的有抽几成啊？你有抽成对不对？所以不能减少，不是薄荷太坏了。什么东西没事，对，什么都没有。对，我们喜迎这位哈密瓜新总裁先生，对，反正就保持你的清流，什么都没有，好，什么都没有，以及相信初衷，精明干练，就是这样，其他都是假的，知道吗？其他都是他们眼睛业上做，好不好？什么飞到找不到哲野先生，哈密瓜先生，看你笑得跟孩子一样，怎么可以这样？三四狗大吼，让好的好几头安尼六大顺然后要跟你一路发啦，这样好不好？可以解锁，等一下直接算到58000左右可以解锁。是的，福利熊。而且昨天像是三哥很像还在问说，哎呦朱蒂卡你自己就不要太皮，因为我们剩34张的这个精装版会解锁你就不要太皮，搞不好就是一瞬间34张就没有了。我的讲不可能，不可能，因为咱的今嘛一个6月时阵，还有这个生日的这个商品卖卖，我们6月的时候还有生日周边要卖，基本上大家应该不可能直接解锁啦，不可能啊，我昨天跟三哥直接呛说好，那个直接34张整张没了，整个全部被解锁，老娘就直接2种极孔食材餐这会，我开吃播，就是安尼，比较变形生日给两个嘛是会使，不过那是生日。搁要卖你搁吃，真正是伤远啊！没有，朱蒂卡说做成蛋糕直接吃，就这样。对，我不等我明年生日，我把我今年的生日蛋糕扣打可以放在这边。福利熊居然算好了，是不是？不过啊，说真的是很喜欢跟大家相爱相杀。不过马霞内贡我们刚报税完，刚报税完，其实大家也是量力而为。对，因为其实像刚刚稍早也是有跟大家讲说，每个月其实我都把你们的高阶会员的这个。希望大家都可以吃得开心、玩得开心之外，也是真的是把它当成最后一次你们可能会加入的最后一次，因为每个人每个月可以使用的这个金钱，还有就是娱乐费，其实基本上不见得每个月都有办法可以支付这个3200、3800，所以我其实真的每一次都把你各位加入当成最后一次再去制作，对。对，虽然说大家就一年可能就粘得很紧，一年就粘个可能就是3、4年不走这样。可是我很喜欢这样的一个初衷的想法，就是说，反正我每个月都希望你们可以获得这些你们所愿想要的一些回馈，不管是相爱相杀、玩得开心，然后吃得开心啊、破坏得开心都好，希望把这些钱把它变成不管是我们的互惠吧。对，我的频道这边可以多增加一些相爱相杀的一些影片做推广，然后大家也可以收到这些实体的，不管是亲签的一些照片，或者是猪猪亲手做这些料理。虽然说前阵子做葡萄干的那个蛋糕真的很崩溃，可是对我而言，那个就是在一个频道上面没有办法去替代的一个回忆，跟这些秀尔茨精华，那全部都是我们的卡夹东西，那卡夹对，虽然说有些东西做得很崩溃。然后觉得你们好坏哦，爸爸就好坏但是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干好笑就这些东西对我而言都是保障啦，对，起码想起来弄尴尬其他东西我也不会啊，就是其实都是我是在这条路上最重要的回忆，对，所以对啊，就是才坚持，可能我们每个月基本上我们菜单不重复的对，我们大佬都知道加了3、4年在猪猪频道的高阶会员都知道，我们不重复的几率很高，高达90%了吧？每个月都不知道在突破些什么，每个月都是很像杀红了眼，不弄死对方不行这样。我妈跟我来合作是不是？因为太常被盗账号，所以就那个厂商把他找来这样子，没有囤积在熟成好先生，对您讲的这个讲法好像也没有不行。熟成中的料理做法，就像我很爱吃那个熟成牛，不是。好奇怪的话题，为什么晚上可以多拍一点咸酥鸡蛋的照片给猪猪看吗？可以，我们来相爱相杀，可以。反正我晚上搞不好就已经要刷牙睡觉了，我也看不到。然后我早上看到，我就都早饿咸酥鸡，我早上可以去吃早餐了，对不对？就外面雨头在嘛，也招不起我们对蜘蛛
哦，外部先生，你讲这样就厚道了，对不对？是不是？对，我们支持朱蒂卡，对，精明干练，绝对不碰，知道没有？而且因为这两天不是股市崩盘嘛，然后今天刚好哈密瓜先生就是进场，就是加入高阶会员。我们刚刚就稍早的时候就觉得，逢低买进谢谢你买进朱蒂卡高阶会员频道。然后那个低还是那个滴滴的滴，就觉得这梗好好笑。感谢你们逢低买进，这正进场正是时候，谢谢大家。股市崩盘没关系，趁便宜买，逢低买进，谢谢，好好笑。塑料姐妹还没开奶吃不好玩，没关系嘛，没关系嘛，一定是他们就最近就没用最近就慢慢学贵没用啊啦，好不好？所以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以及信任。那吃蛋糕12个月没有错，12个月就有蛋糕哦。对，蛋糕要12个月没有错。所以就是如果说您对我们高阶会员的这些料理有兴趣的话，当然就是欢迎加会员相爱相杀之外啦。那我们就是如果你连续加6个月，你就有资格可以决定某个月要用什么样的料理迫害大家。这个时候朱蒂卡就会主动找上您欢迎我们当家总裁某某某请问你这个月想决定什么样的料理跟大家相爱相杀之类的。也欢迎爱用绿界，一次加个半年跟12个月，基本上在本频道大佬算是很常见的事情。对，所以他们就是很爱，就是特定某个对象，然后很爱去迫害某个对象，然后只能说血流成河已经变成一种常态这样子。对，大概是这样子。最安全界的4代语句没有错。那只要你满12个月的话，基本上就是会有特制蛋糕，对，是可以拔掉，但是等一下，没有重点就是说，对，像我们说的，欢迎大家就是说可以如果说您真的一次想拔掉的话，欢迎就是我们多做推广。但是如果不想一次收藏这么多张，其实真的也没关系，所以我才会说这个借期金价就拍不因为一次你要30几张，到底放在那边做什么？这个叫1月把它开箱摸一下，2月把它开箱摸一下，3月把它开箱摸一下，我们1年顶多12个月，对，所以这样一次30几张囤在那边，你就等于囤了3年份。所以福利熊你讲的我都知啊，所以我就想说这个其实不好拔，因为大佬其实有能力可能一次拔个5、6万是可以的，但是重点是这些专辑可能就变成说就变推广形式用，也是没有不行，对。像咱的内部爸爸在咱的旧年有这个募款的时阵，你的周边呢直接安尼砸地板吹落去就去年内部爸爸在我们募资的时候，就直接很像冲3万8跟12万的募资套组吧。那3万8跟12万刚好都有我们的专辑在里面。那内部爸爸其实已经有精装版了，不过最近跟又加码了，刚才就是他又买了两张精装版，所以他总共有4张精装版。有讲无啊，做其中一个要拜公妈其中一个放祖先牌位拜公妈，其中一个可能要开箱自己听，或者给他们家小朋友摸摸。对，小朋友可能会对这个爸爸妈妈以前那个年代那个 CD 有兴趣，给他摸摸。然后其中一张要上档然后要推广的。在其中一个呢，放在那边也开心啦，反正放在那边就开心，我也不知道，就很好笑，你知道？谢谢你们啦，所以我才说就是大家就量力而为。那想帮猪推广的，就是想要多买几张的，很感谢。对如果说就觉得说放在家里买那么多张也不知道干嘛，其实真的没关系，因为毕竟这个商品就大家是有选择权的。对对对，搜搞不好人家卖空赚了真的是这样，牛妈你很懂对，12个月。对，YF 先生不要哭。对，毕竟要连续加入这么久，这个钱实在是也不容易所以其实朱蒂卡也是尽其所能的，就是回馈大家这样子。对对对，股票不是只有买进。好啦，我这边不是股票频道，我实在是也不知道跟大家聊这个，因为我其实不太懂这些东西只是最近就是看大家很像都在聊这类的话题，我也只知道粗略的东西。对。1张使用，1张收藏2张以上备用马西亚内贡然后我是家里是几口食物吗？福利熊，我知道，对，就是福利熊是绝对是朱莉卡的友军，对，所以就是这个旗拔起来，就等同于福利熊变成我们丢皮专辑的精装版推广者了，就是这样子。那这
我们只能说，我们就是非常佛心，对我们基本上就是佛心经营。至于什么时候拔起来，什么时候会有几口食材第二倍供出来，对这个我们就只能说天时地利人和。对我相信不会这么快啦，今天很多脸绿的可以，等一下没有错，福利熊，然后像是台积电就可以明天涨就可以加12可以。好吧，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猪也不太敢跟你们乱讲，因为我是真的不太懂这些东西。对，我只知道就是说，谢谢你们愿意在这么长的时间持续信任猪猪频道，然后投递所谓你们每个月的3200、3800，甚至一次加个半年、1年的总裁也很多。对，那我能做的就是每个月好好的宝贝这些所谓的信任。然后回馈最好的给大家，每个月都是这样子哦。就宁愿可能有一个礼拜真的无法开台，但是我宁愿好好的制作这些东西。对，其实对我而言，那是满满的信任，那个很重要。对，然后要相信我精明概念，谢谢。我要被去刮，我要唱歌了。我知道今天很多人脸绿掉，好像连屯妈脸都绿掉了。可是我不太会去跟妈妈聊这个，因为我就不懂。对，我觉得我还是不要聊好了，因为聊下去越聊越花。对，所以我常用传教用自用那现在大白老师哪里哦？大白老师啊，我们以前有大佬在盘算，就是我们那个75张那个旗到底要不要被拔掉？对，但是我觉得还稳，对，还很稳。好，大白老师，我们目前很像精装版还差34张，对，我们已经有大佬在盘算是不是要一次拔，然后我就必须要公出。我第2几孔食材之外，如果真的被一次拔的话，我还必须做成蛋糕。你们几孔食材2种变成太极形状的蛋糕是有可能实现的哦。对，只要有大佬愿意一次拔起来的话，够 combo。老婆说每个月要上缴600多元的那个订阅费给他 ，OK 啦。不过就600块，对不对？我们经理这个600块好贵哦。我们经理600块很贵，所以基本上那个总裁人数还比较多。我不晓得为什么那600块看上去就很贵，不如加3200所以我们总裁人数众多，谢谢大家。我经理看起来就太贵了，600块对还会涨回来，会啦，我们要相信股市主持人很厉害，我跟你们说推很多逼，但是真的就猪猪，真的吗？完蛋了，我不能叫你臭老师了，快女朋友在，要快点，不能说臭是浩老师。对，谢谢你帮我谢谢他，对，一定是因为他感受到了同样是女性的精明概念，对不对？一定都是这样，没办法加太高的会员没有关系，牛妈你在我心目中已经是大家那个无法取代的牛妈最高阶的那个彩虹会员。那是什么东西？别的脸上都不一定会参加，觉得真的假的？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希望现场可以真的下次有机会在如果有线下的话啦，就是那种见面会有没有？对，希望可以看看他好不好，让我当面谢谢他。一大个绿色直接立住没有错。谁爸爸你来晒，你最近好不？所以爸爸还好吗？跟妈妈应该又没事了吗？谢谢你们，对，都大佬。然后我们 Saber 是我们黄金大佬 ，Saber 大佬很可爱。我们这位 Saber 爸爸他之前就是刚加入猪猪频道的时候，他一次也是投递个半年，然后加入进来之后，他就是为了吃饼干，然后吃饼干才吃1个月之后，不晓得为什么大佬开始疯狂在玩一些很奇怪的料理，他就再也吃不到饼干了，就只能吃奇怪料理。所以每个月他的口头禅就是我的饼干呢，我的饼嘞，那更不是饼，更是啥会？我的饼干呢，就很好笑彩虹会员不是牛妈，我不是在讲那个牛妈真是的，这个晚上跟春姐姐自己讨论，真是的所以刚刚才问我 V Stage 是讲到 V Stage 啊，板板他今年度可能特别忙，所以可能也是要等板板做通知。对，但是板板真的太忙了，他说他其实也很想续办，只是今年他自己身上有太多的事物，还有一些计划必须去进行，所以可能不会这么快这样子。对，往事不重提。我让刚才让 Saber 爸爸，我其实刚刚那叫你要喝酸，真的超有趣的好啦，咱今天真正要唱歌，麦克抬杠啊，麦克抬杠啊，来，刷落来，咱来唱一个。好，也好久，就今天来唱一些好久没有唱的那些华语歌曲好了。
好，我润一下喉咙，等一下哦，真的又聊太多了。好，好，这应该我看一下它是不是有声音的。好，应该是可以用。他说有一些是有原唱哦。这首歌爱笑的目睭，爱笑的眼睛。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向你不藏秘密，我还不肯相信没有你我的笑更美丽。那天听你在电话里略带抱歉的关心，我读的一生切的比你说分手彻底。泪湿的衣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起只和快乐出去。这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删去。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爱情，我一定让自己决定。福利熊真的是这样。泪湿的衣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起只和快乐出去。这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了泪。当一个人看旧电影，是我不小心而已。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到你，我一定让自己坚定。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忘记。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爱情，我一定让自己坚定。再见到你，我一定让自己假装很坚定。爱笑的目睭，嘿，我嘛是安尼感觉呢。他这首歌如果翻成台语，应该也是很好听。我在想啊，因为它本身的曲就很好听了。有听到台语腔，我尽量收了哦。
星辰伊拉塞，对啊，就 Seven 到，对 Seven 爸爸就之后因为要结婚，然后可能要开始存钱干嘛的，然后还特别跟猪猪讲说，猪可能没有办法再续会员，我说这没有关系，对，还要白头偕老，而且你看 Seven 爸爸就是小朋友出生了嘛，哇够追嘞，对，然后我每次看到 Seven 爸爸，我都会想到那时候他疯狂在问说，我的饼嘞，我的饼干嘞，就很好笑。然后 Seven 爸爸就是成家立业，然后结婚生子之后，我们这边疯狂一堆饼干点心，就很好笑，真的完全错开。这首比较好翻吗？词不难是不是牛妈？这首歌基本上是林俊杰的作品，对，所以林俊杰基本上他之前我记得他还蛮常唱的，对，不过翻成台语可能还需要在另外一位翻唱的台语作者之类的啦，对。谢谢大家爱笑的眼睛哦，爱求一把揪。然后接下来我们把好一阵子没有唱的华语歌曲都翻出来唱一唱好了。好，接下来我们来唱这首歌吧。今天下雨天，感觉很适合唱一些很宁静的歌曲。继续关马西呢？不过在 YT 找的伴奏就比较没有办法，他有时候真的时大时小声。眼睛仿佛起了雾，也许只是镜片模糊，除了自己已经很久没接触另一个人体贴照顾，或那一种交流相处和爱情显得生疏，因为倔强的缘故，错过缘分，与之为不，不要束缚，只有被流年困住。柜子里的那一件最美的衣服，它还在等，能不能被在乎？女人啊，我们都曾经期待能嫁个好丈夫，爱得一塌糊涂，也不要一个人做主。想象未来可以手牵着手的路，相信缘分的人好像就不会那么辛苦。亲爱的，我们谁不曾盼望有一份好归宿，能够直到永远，幸福啊不会被拦阻。总有一天可以被所有人羡慕，真爱也许只是迟到一步。因为倔强的缘故，错过缘分，与之为不，不要束缚，却又被流年困住。柜子里的那一件最美的衣服，它还在等，是否有人在乎？亲爱的，我们谁不曾盼望有一份好归宿，能够直到永远，幸福啊不会被拦阻。总有一天可以被所有人羡慕，真爱也许只
只是迟到一步，偏偏寂寞总是难相处，偏偏难过就是爱不住，不知道为了什么哭。女人啊，我们都曾经期待能嫁个好丈夫，爱得一塌糊涂，也不要一个人做主。想象未来可以手牵着手的路，相信缘分的人好像就不会那么辛苦。亲爱的，我们谁不曾盼望有一份好归宿，能够直到永远，幸福啊不会被拦阻。总有一天可以被所有人羡慕，虽然现在还是一个人住，虽然现在还是一个人。好，对不起，又是那个找不到的可以吞口水的地方。哎，等一下。哦，他直接推 A 美歌给我，哎，好了，大家来唱，好久没唱了。哦，我真的好久没唱 A 美的歌了耶！画风突变，熊熊变形，哈鲁啊有哭。的确呢，我们春天真的去了。好直翻哦啊！春天真的去了，对，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春天了。特别是大高雄工业国今天没有春天呢，我们春天真的去了，没错。哈鲁啊有歌。A美の曲久々歌いましょうね。我看一下啊，喜饼吗？当然好吃啊，东内嘛是好吃啊，这个爸爸刚下的喜饼，哦，我告好吃哦。刚才有个在乎的火抖成那样吗？哦，真的我不知道，我再去听回放好了。Super 那个对啊 ，Super 爸爸那个喜饼超赞的，不用担心，好不好？而且我们早就吃完了，已经超久的好不好？超级好吃，那个喜饼很棒啊。春はゆく。我们回到A美的怀抱，好久没唱她的歌了。先猜头油鸡，我唔对，但呢有可能就是有头油鸡。那是新的观众，唔知影头油鸡是啥，但呢恁就知影。我们先不要爆雷。A美的歌也被面试们玩到，就是完全很像已经没有一首可以好好的唱了。对，大家快从四季如下。对，我们下一首这首歌是哎春天去了没了，对。直翻，就A美不排除提出告诉，翻得好烂哦。好啦，刷出来，春はゆく。どうぞお聴きください。A美の曲なんですけれども、歌いましょうね。あ、懐かしい。この曲めちゃくちゃ懐かしい。好怀念哦。啊呵，别拿钱，太久没唱了，怎么唱？好吃的歌，怎么会有好吃的歌？头油鸡吗？好，头油鸡等下应该有哦。吼，一旦期待一下头油鸡是啥回？それでも手を取って隣に佇んで初めて抱きしめた形欲張って悲しみを抱えすぎていたから幸せほどこにももう持ちきれなくて花びらを散らした風が扉を開いて変わる季節
强拍，太久没唱。時の中喜びも苦しみも等しく二人の手のひらで溶けてゆく微笑みも儚いもあなたのそばで消え去ってゆくことも取りに行ってできなくて弱むして身勝手な私少ない影を背負って約束の場所は花の飾り罪も愛も帰りみつ春は行く輝きがただ空に眩しく私を許さないでいてくれる壊れたい生まれたいあなたのそばで笑うよせめてそばにいる大事な人たちにいつも私は幸せでいると優しい夢を届けてあなたのそばにいるあなたを愛してるあなたとここにいるあなたのそばにその日々は夢のように我现在学聪明了，你知道吗？尊爵不凡大佬们，我现在要唱这些非常就是需要气氛沉浸式的这种比较哀伤气息的歌，我只要不要开启聊天室，对我就可以好好的，就是不会被干扰 ，maybe 可能，但是还是有看错行的风险。谢谢。他们在打顺备战，我们在吃豆油羹，像这个太干话了，这绝对笑场。哎，塑形藤和甲。你可以开歪楼歌会，我跟你讲，我歪楼歌会再开一次不够，可能已经可以开半百了吧，福利兄。那个食品不便宜，大家给好朋友们物超所值，感觉得出来。我以为它只有2层，原来它不止2层，那它到底几层啊？好夸张哦！谢谢森贝爸爸，真的，而且森贝爸爸你还有附我们那个银色的那个很漂亮的那个蝴蝶结的盒子，我到现在舍不得丢里面装的那个糖已经吃掉了，但是我那个盒子还是有拿来装我自己的小东西，好漂亮哦，谢谢。没抓多一点数量嘛？哦，抓量什么？哦，婚宴收到那种非常好的杯，好55盒60，因为抓的刚好就是没算上自己的。哦，其实应该也算蛮正常的，我还蛮多朋友有时候算完之后发现靠怎么不够，就是总觉得要发人没这么多，对啊，但是就是很像通常都会发不够，因为就会觉得这个发了，这个不发好像很奇怪，这个都发了，很像那个不发也不行，就会越发越多那种感觉。没看聊天室会失去灵魂了吗？不是失去灵魂，我们就是呈现一个非常安详，对，非常和平的一个气氛，对，这样才是朱迪卡本频道所推广的初衷。我们这边和平，人畜无害，
又精明干练，这个就是我们的初衷。4年走来，始终如一。可恶，差点嘴瓢。童叟无欺，谢谢。刚问刚想多的。刷出来，咱来唱的歌。我很期待他春は行くの次は何でしょう？次のカラオケは何が来る？就是我们给他那个不是重复那个什么自动播放机嘞，咱看买呀我们看一下哦，看一下他会推我们晚餐歌。你怎么不是推我头油给？君を流すからだから一緒にはいれないな君を流すから早く忘れてほしいんだ人間だからねたまには違うものも食べたいね君を流すからそう君を流すからでもあっちがねないだよね会いたくなんだよね君が会いたくなんだよねなんでかってたね大体曖昧なんだよね愛の存在証明なんで君が教えてくれないか何十回の夜を少し立てられるようなシートを並べてみて何十回の夜を少し立てられるような最後のフルコースをちょうだい你居然不是推我头油给，那我可以晚餐歌，好吧？那就唱吧。君を流すからきっと一生は無理だよね君を流すから胸をとても痛くなんだ人間だからねたまには分かり合いもなくなって君を流すからまだ君を流すからでも自信がないなんだよね変わりたくないんだよね君が会いたくなんだよねなんでかってたね大体曖昧だったよね愛の存在証明なんで君がそこにいるのにね何百回の夜を少し立てられるようなシールを並べてみて何百回の夜を少し立てられるような最後のフルコースをちょうだい離れないってそばにいてくれたのは結局君一人だったよね涙のスパイスは君の胸に残ってしまったろうけど何千回の夜を少し立てられるようなシートを並べてみて何千回の夜を少し立てられるような最高のフルコースを何万回の夜を少し立て忘れるようなシートを並べるから何万回の夜を少し立て忘れるような最高のフルコースをちょうだいラ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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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トゥルトゥルトゥラ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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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谁不是头油给，还是晚餐歌啊？不过也算是可以啦吼。我以为他会继续推我爱美的歌诶，既然是晚餐歌，不是迄首头油给。我安尼好啊，咱家己吹。我们来找一下，找一下头油给。嘿啊，按等食一个头油给嘛是无唔对啦吼。等一下。我追一下聊天室，主播唱歌都忽略我的刘妈，你怪怪的，难怪春琪其实这么喜欢。不是，对，那个可丽露真的很贵而且也好吃，而且猪猪还会把它回烤它回烤那个是外脆内 Q， 超好吃的。没看梦的灵魂就没了，不是？阿豪，你怪怪的。对，这头油鸡，咱今晚来找一个头油鸡，
阿斗的歌曲吗？我们先来把那个头油给找出来。两点食一个暗顿，敢会伤早？马克先生你好，欢迎来到地界频道。3点食点心，无毋对，即马是1点58分，还没2点诶。这都 OK， 喝小酒然后嘶吼一下也是很正常。不，安尼好啊，恁暗顿食些头油鸡安尼好不？好啦，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下面是头油鸡。等一下我。真的也好一阵子没唱了欸。それはなんだっけ？应该是这首歌。没有错。等一下哦。カラオケ，そしてガイドさんいらない。我不爱ガイドさん。好，我先把。我算了，来这首歌的歌叫头油鸡。但是讲到咱的 M 的，那可能无这首歌头油鸡咧，是安怎？Studios 伫咧咱的频道叫做头油鸡，你听看卖就知咯。我不要看聊天室，不然真的会笑出来。一过来哟。降りしきる強い雨描いた夢の果て震える肩濡らし歩き続けた擦り切れた小さな手隙間を埋めるまで色の消えた記憶拾い集めた愛しさ優しさすべて投げ出してもいいなくしたもの見つけたなら傷つくのが定めたとしても心はまた色を放つ最後のスタート舞い上がれ Dust to dust 足と足彼方へ願いの破片よ届け没事。遠ざかる通り雨消えてく夜の風孤独だけがそばに佇んでいた選んだ正しさすべて間違いでもいい信じたもの守れたなら傷来不要看聊天室不要看了心が忘れかけた熱を灯す最後のスタート舞い上がれ Dust to dust Us to us 彼方へ願いの破片よとはね反正拢已经变成这款啦，咱就得量一个头油鸡的这个 series， 你讲好无？头油鸡、素不拉鸡、大高蒜头鸡、素不拉鸡，食个会补血；大高蒜头鸡。食得会开味，你要选倒一个鸡，拢是上好食的鸡。若是你想爱的是头油鸡，就一定要爱听好清楚这首歌。这首歌你唱到最后，真正有头油鸡。傷つくのが定
ダメだとしても心はまた移動を放つさよならジューダス愛になれダストダスいつかの弱さへ傷だらけのガラスの心が忘れかけた熱を灯す最後のスタートス舞い上がれダストダス足と足彼方へ願いの破片よとは不是，我以为其实这首歌已经玩到烂掉了，大概我也免疫了，但是久开出来一次，不是免疫这2个字在我频道真的没办法写出来哎，我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免疫啊？救命！啊，你家歌要死了啦！我到底有什么歌有办法好好的唱啦？我真的就是已经很像，渐渐就是我很喜欢唱的那些歌曲，已经渐渐变得就是基本上每一首歌都可以被歪楼哎，好夸张！我估计招来不幸的鸡不会啦，我估计就贵呢，我估计，嘿呀，我估计较贵呢，五谷基本上比一般白斩鸡还贵一些吗？想起猪猪吃头油可以凉拌煮不可以不要吗？我们可以凉拌其他的一些配料，但可以不要葡萄干吗？啊是啊，英灵召唤以头给作为新物，现接吧，五谷鸡大肠。等一下，我知道你们在讲什么了，他吧？我知道你们在讲什么了，牛妈。哦，好入戏哦，那个头油给，对，好好的头油给身怀大任。这口白内建的吗？然后时间那么刚好。其实哈密瓜先生，你听我说，对我们平常真的不是平常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不应该是这样的。好好的一首歌不应该是这样子，但没办法，对我以寡敌众，不晓得为什么就变成这样子，我真是很抱歉。反正这首歌就变成头油 gay 之歌了，对，就是熟男们的浪漫，就是把一首歌变成了一个台味的形状，这个是猪猪非常欣慰的事情。我不管在唱什么歌，他们都有办法把用很台味的方式抓回来，这是本频道的骄傲，兄弟朱莉卡的骄傲，对他们只是比较爱欺负我而已，就这样子。小知识，大部分五谷之白是这样子吗？谢谢牛妈的科普。要相信聊天室，空我是专业的，对，我相信。真正手拉咪咪 ，very good。每一个人手拉咪咪，真正都就 very good 诶。一首歌也是真正就手拉咪咪诶。我们下一首歌让我想起了这首歌，也还蛮手拉咪咪的，对。那相信外头是专业，是的，青云先生没错。反正这首歌，这些歌已经不少了，很棒的一只鸡不是说很棒的一首歌。对，我知道您应该差不多爱吃点心啊，因为2点啊，大概8多个腰啊，不是我蛋，对。蛋疼就算了，那首歌还吃饭，那首歌还吃饭，你知道吗？好，我们今天就把一些空耳都拿出来玩一下吧。可是那首歌的伴奏，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开了，不晓得它现在有没有其他伴奏版？有我们看一下。好，但是这首歌很难唱哦。看一下，我们对，好，我今天就弄死我自己，今天没有办法好好唱歌，对，我的锅，今天就弄死我自己吧。这首歌为什么蛋疼？我实在是一下子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你们听下去就知道了。我觉得我很认真在唱它，但是
聊天室也很认真在歪楼，我实在没有办法。对对对，好，谢谢你们都帮我把歌单排好了 ，OK。哦，我的心，你的心，因没有交集。我看着你，手水里，嘴角毫无笑意。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当初还是那个你？我已经没有分辨名利的能力，只能用力吻着你，想要身体留着你。But oh, it's like everything is falling and down. 这样的痛你懂吗？Oh fuck！ 我看着你，可我心里却空无一人。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盲目的等待。你看着我，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笑着却倦怠。我的心，你的心，因没有交集。我看着你，手水里，嘴角毫无笑意。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当初还是那个你？我已经没有分辨名利的能力，只能用力吻着你，想要身体留着你。But oh, it's like everything is falling and down. 这样的痛你懂不懂？我看着你，可我心里却空无一人。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盲目的等待。你看着我，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空无一人，盲目的等待，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笑着却倦怠。你们看他们很过分，就这首歌其实基本上难度蛮高的，但是还一直憋笑，到底怎么回事？对，好痛哦，连我都跟着一起痛了，神仙宝贝。我可能没有那个对什么蛋我不知道，但是连我都跟着一起痛了。有阿姨 CT 了，我猜很像是那个某首韩国歌，是不是？看不出来我在吃饭，还有痔疮之歌，我知道。对，相信对你们很专业，对，跟我的专家就是聊天室，没错。哦，对，很疼，对，超疼的，好疼哦。被踢过，你妈被踢过是吗？被春姐姐踢吗？就很坏，说什么笑声姐姐带，有破过之后流血，所以吼要掌握好才能要破的什么东西啊？对，没有一首歌可以好好的唱，到底怎么回事？对，蛋疼还要盲目等待，到底有没有这么可怜啊？还是这么会唱？真的发生什么事情？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只是他们专喜欢就是挑一些对让猪猪唱不下去的歌。你都赶快糟蹋啦！只要就腰神呢？来，相爱相杀，我没有在怕的。来，刚刚还有什么痔疮之歌？我知道，好薄荷，八郎之歌，好。怎么办？八郎之歌好想唱了，好多八郎哦。八郎门包过来好不好？可恶，八郎基本上人生胜利组。我们
好，我们现在唱痔疮之歌，但是我对那首歌真的蛮抱歉的，但不晓得为什么，总之他就是变成那样子了，对。好，吹出来哈！我找出来，可以，为了你们，我可以找。OK， 今天干脆变成朱蒂卡唱不下去歌回好了，空耳歌回。金丝瓜，好，建宁老师不要告我，对不起。虽然说就是我很喜欢你们家的一代主唱，但是不要告我，对不起。救命！亚特兰蒂斯。柏拉图的气象是米兰烧的宝藏，该不该梦起航前一时太恐慌，祈祷神的蓝伤刺痛缠落的心脏，好几次想回头，可是我不想退让。生命就是战场，美丽的歌会绽放。发现是你的爱默默守护我，学会坚强，奔向世界之窗，我们踏在同一片天空之上。握住你的眼泪，我能看见幸福的微光。最深处的欲望，我要拼命去闯，亚特兰蒂斯希望。你们应该没有听到奇怪的东西吧？没有听到是正常的，知道吗？柏拉图的气象是米兰烧的宝藏，该不该梦起航前一时太恐慌，祈祷神的蓝伤刺痛残落的心脏，好几次想回头，可是我不想退让。生命就是战场，美丽的歌会绽放。发现是你的爱默默守护我，学会坚强，奔向世界之窗，我们踏在同一片天空之上。握住你的眼泪，我能看见幸福的微光。最深处的欲望，我要拼命去闯，亚特兰蒂斯希望。哦不，哈密瓜先生，你不应该听到的哦。不是，大家不应该是这样子的。福利小布，怎么会这样？啊！一车！啊！发现是你的爱默默守护我，学会坚强，奔向世界之窗，我们踏在同一片天空之上。握住你的眼泪，我能看见幸福的微光。最深处的欲望，我要拼命去闯，亚特兰蒂斯希望。谢谢大家。我当初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想说啊，大家很怀念 FIR 的这些年代的那些歌曲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首歌亚特兰蒂斯也算是他们一代 FIR 后期的歌。我想说好，那就开出来唱一下，让大家怀念一下。因为之前我记得初配信的时候，我也还蛮爱开 FIR 歌回的，对。然后这首歌就唱着唱着，我想奇怪，为什么大家都在刷痔疮？说是不是刷痔疮？谁痔疮破了？好可怜哦！你痔疮破了，想说谁这么可怜？痔疮破了哦，好痛哦！这样就发现不是，他们在这首歌里面听到了痔疮，不应该是这样子哦！你们好奇怪哦！然后你们怎么这么奇怪？我就对，然后之后每次开启这首歌，我都觉得怪怪的。
是谢谢大家，对啊，对，但等完又要痔疮，你们要不要这么辛苦啊？人生已经很苦闷了，对，不要一下腰蛋疼，一下又要痔疮，你们是怎么了？这么抖 M 吗？一定要用疼痛才能证明你们存在的价值吗？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对，我们画风突变一下，我们看看八郎是怎么生活的。我们这个人生胜利组的八郎，你脱力专家，基本上就是一个高富帅，还是人生胜利组。大家太有才了，阿米瓜先生不要被污染了。哇，这个第一次听就觉得很蛋疼的是吗？蛋疼完还要痔疮，是各位熟男们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好，我们画风突变一下，我们去找八郎哦。想到某种很微的画面，都痔疮了，就要拼命去创。对，你们先止血一下，都痔疮了，不要这样子，先止血。FIR 就是变成建宁老师乐团，已经他们还在吗？他们很像不知道几代的主唱，不都一一都离去了吗？然后现在很像连阿庆都不要了吧？很像连阿庆好像也离开了，不是吗？差一点亚特兰蒂斯软膏是吗？我们金汉堂万年软膏没有赞助播出，谢谢。冷笑歌会很适合一份歌单。怀特比克先生，我在我之前的跳痛歌会就很爱跟大家这样玩，对，玩一玩，每一次都是我内伤，到底是为什么？每一摆受伤的都是我，真的就妖形的，就妖神的恁鬼耶！每一次受伤的都是我。为什么人对于疼痛特别的有感触？是因为每个人出生都伴随着疼痛实在太有人生哲学了。不行，我们已经决定要去找八郎了。我差点要把阿妹的那首歌开出来了，真正子孙真正有友好，我带大出讲完那首歌。不过咱先去找八郎好啊，我们先去找八郎好了哈。您各位人生胜利组八郎啊，那首歌就叫做等我一下哦。我们有很多八郎八郎，我们先从好，叫做啥？熊想不起来啊，我想起来啊，等下哦，有啊，我找到啊，碎啦，好，没有问题。到底什么是八郎？我现在介绍给你们听。而且这个八郎吼，在台语的歌常常出现哦。在台语的歌常常出现这位八郎先生。真正有够可怜的啦，心内有浆啊！娘喂，萧煌奇老师心内有针。幸福亲像最后一班人赶袂赴的火车，只有月光寂无伴路地涂骹。你讲拢是我误会，不是你变卦。本来就无爱，这句话使人足心痛。是谁感动感谢我，做你的雨伞。你困袂去的暗暝，电话来为你唱的歌。我予你真情，但你害我孤单。我的心内有针要花线无声，目睭起着大影叫我莫迷茫，胸腔留着你的香，双手捌有你来苦喊。虽然一张空，嘛已经有价值。我的心内有针要花线无声，原来咱的一人苦劝无较多，别人的话都不听，一心往往对你行。
爱是倔强的情歌。我们这首歌的巴郎好像也还好，只是苦劝朋友而已吧，应该没有内偷的吧？应该吧，我有点忘记了。风山对面顶的歌，嘛拢无感觉。希望亲像玻璃窗，予你一句雄雄打破。明明就有伤，哪搁点点徛伫这？我的心内有情要看煞无声，目睭起着大影叫我莫迷茫。胸腔留着你的香，双手捌有你来靠伴。虽然一条空，往事嘛已经有价值。我的面部今嘛是安怎袂叮当？是发生啥物代志？你规个人搭伫遐，哪会安尼？你哪听无我？你哪袂叮当啊？不是安尼啊！你哪会用袂叮当啊？阿嬷你怎么没感觉？面部啊！我的心内有情要看煞无声，目睭起着大影，不愿予人看。胸腔留着你的香，双手捌有你来靠伴。虽然一条空。你总算来叮当咯！我的心内有情要看煞无声，原来哪会一人苦空无较stra别人的话拢唔听，一心怣怣跟你行，爱是倔强的情歌。目屎流过笑容的情歌。凯莉丝破声催泪，歹势，我头头面部唔知是安怎，他就跟阿嬷一样，你怎么没感觉？破声催泪，欢迎咱的凯莉丝，欢迎咱刚才听开边的，无我不要唱这首歌。对，刚面部怎么了？他也不是没电呢，你的胸胸没叮当，说阿嬷你怎么没感觉？而且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面部没感觉的？那变形啊呢？有这次有电哦！你请我无试到迄个什么抗错键哦，拢无哦，伊正常哦，但是就是胸胸袂叮当哦。不是，海底烧我不爱葡萄干。备注：这不是禁止画面。我今天心内有浆啊，操嘛！连面部水莲宝贝，我真的没有办法，我为什么每次就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特别有效果？水莲宝贝，我们今天好像还蛮多精华可以剪的，怎么会这样子？水莲宝贝，确定精华，谢谢大家，搞不好那个翻车奖可以来玩一下。好高喝色巴郎讲话真的很没有分量，你看是不是？我们这个巴郎真的是对，那起码咱带大家来熟悉这个巴郎，我们刚雄雄还在面部没叮当那安呢，还好猪不像。歌词你要喊不出声，喊得挺大声的，面部太感动了，是不是？凯莉丝，不好意思，对我头头熊熊没叮当，我妈妈才会写安装。谢谢你来到猪猪频道，一来就看到猪猪面部完完全全宕机。猪猪阿妈你怎么没感觉？周仔仔，你才骂你全家都有骂周仔仔。这做效果，这好够有啦，很好。我们的这个精华又确立了，我们今天还蛮多精华的，逢低进场以及这个面部没感觉。我跟你讲，这个巴郎不苦，我一定要带你们认识一下。我们所谓的这个巴郎根本人生胜利组，他是专门内偷低别人，好不好？我想这个，好，还有一个巴郎，我介绍给大家。
都应该是等我一下哦，应该是这个巴郎。等一下哦，等我一下哦。这个巴郎呢，应该名就是袂歹的巴郎。好，我们接下来这位巴郎介绍给大家。来，我们这个巴郎，查某囡仔。我无做过戆查某囡仔，穿伊的衬衫，亲像伊的彼一半。两个人这呢好，行到尾无瓦靠，爱亲像三文坡，情分啊这呢薄。头毛这样，命若无这好。别人咧佚佗，我为生活拼淡薄。一个人好，也不甘愿花苦，因为我的笑面是我的倔强。将阮的长头鬃剪做日头鬃，查某人的心上分袂空咧空。少年时光甲这好，美丽的梦，戆人才会相信无效的酒泉，将阮的日头鬃。年长乌头鬃，袂早飞的心，对爱也有希望。有一天我会拄着命中缘分注定的迄个人，我会当为伊唱彼领新娘衫。头毛这样，命若无这好。别人咧佚佗，我为生活拼淡薄。一个人好，也不甘愿花苦，因为我的笑面是我的倔强。将阮的日头鬃，年长乌头鬃，袂早飞的心，对爱也有希望。有一天我会拄着命中缘分注定的迄个人，我会当为伊唱彼领新娘衫。阮的长头鬃，剪做日头鬃，查某人的心，上分袂空咧空。少年时光甲这好，美丽的梦，上好的命拢是别人的好命。伫台北几路东，阮也变大人。过三十的我，讲的有人不敢。有一天我会亲着命中缘分注定的挂伫遐，予你思夜梦，彼领。新娘衫。
咋不给呢？来，我们先把这个切掉，不然他又要带我们到自动播放某个地方。好啦，我们讲的咱讲的巴郎，等下，你哪熊哥是这首歌无？我无要唱啊，已经唱过啊，吼。他很爱推这个月之点滴给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常听吧。好啦，我们就是之前在唱台语歌的时候，我们有发现，就是台语歌的歌词里面常常会有别人怎样啊，会有一些比较的东西，在台语歌里面很常出现。巴郎的生命是空音个报应，这首歌就是很古早时代可能阿公阿妈那个时代就算是很经典了。我们邱凤姐的金包银嘛，一开始就是又是从这个别人比较的这个算是情境开始切入，所以台语歌里面常常就是会很跟别人比较，我总是不是那么好，或者是像这首歌里面就别人去玩，但是我总是要做工作好辛苦，别人来佚佗我为心，我为心我拼淡薄，就是会有这一类的一些比较型的一个情境出来。然后我就唱着唱着，就大家就开始就是衍生出巴郎他是一个人设，巴郎他是一个高富帅，巴郎都在玩，巴郎给人家奶头哩，对，唱来唱去，只要提到巴郎，只要提到有巴郎，巴郎永远都是可能高富帅或者是遭遇很好的那一个。等一下有点杂音，而且我知影是安怎，他对我的面部凶凶不一定当是因为网络的关系。好像是因为网络的关系吧，就是我们这边在下雨，然后它刚刚其实也不是没电，因为我的插头插着，但是它就突然，等我一下哦。而且现在好像收到一些我们雨天的声音，对不对？对，他们哥记得巴郎最后好难挂底下。对啊，所以其实对哈密瓜先生你应该听出来了，巴郎的佚佗我为心我表淡薄。就是巴郎，对，他出去玩了。巴郎的性命，对，孔听歌包赢这种感觉，对，所以我们到目前唱的很多台语歌里面的巴郎，所谓的别人，这位巴郎先生好像都真的命还不错，对，高富帅很有钱，还可以出去玩这样，对，巴郎真的很忙。变松伊拉塞，对啊，所以我们就唱着唱着就自然而然给巴郎一个人设这样子，对。就是安呢吼，好啦，林家个小滚嘴嘞，我要喝一下水水，然后也欢迎大家来到猪猪频道吼。时间真正过到足紧诶，我今天11:30开台，我想讲差不多3点钟，差不多无想到，今嘛已经2点半。我今天在想说，我11:30开台，大概开个3小时吧，怎么现在已经3小时了？巴郎的人生太多彩多姿了，对，巴郎最后都变成了晴天娃被挂上去了吗？对，没有错，没办法，命太好，只能献祭他的生命了，被人妒忌，你知道吗？但是猪猪不适合，猪猪还没错，我变肉汤猪。哈吉巴萨你好，欢迎来到特迪卡频道，我今仔日较早开台，所以等下嘛，应该嘛差不多要结束啊，巴郎有葡萄干可以给巴郎吃，不要给我吃，谢谢。巴郎讲话含水会结冻吗？为什么？巴郎讲话水会结冻是安怎？新秀弟是安怎？3小时了，对，想到什么？一点开台可以唱这么多歌的，啊，基本上好臭啊！等一下，这实在是太臭了。你们都知道，猪猪这开歌会聊天就是1个小时起跳了，可恶！太臭了。好哦，行吉马桑，好，碎啦，好哦，好，你给我记住，行吉马桑，超会臭猪猪。我们这个巴郎很像这个纨绔子弟，我们每次就只有请很多天王天后上钢弹嘛。好啦，不要说我们大小眼啊。不要说我们就只会责骂巴郎、羡慕巴郎，该带他上钢弹了，你们觉得如何？Praise me, I want to tell you, praise me, I want hear your voice。我们天王天后
最喜欢上的钢弹，现在由八郎代表我们上去，该上去了，新人类，该上了哦。時のことがまた響く間、博多の言葉胸に閉じ込めた記憶の色がにじみ始める、破れた世界の隅で何も求めずにただ抱き寄せる、今の僕にはそれしかできない、震え立つよがりでもプライドに見える、はぐれた子供のように最後の声さえも風がさまようせいで消された、月に手を向けたまま君は空の星に消えた、そばにいてと抱きしめてももう二度と聞こえない君の歌声は降り注いだ雨のサイレン、僕の代わりに今この空が泣き続ける、これまで踏み聞きたきた教えを今かき集めこの胸にやってても救い求め歌うようなお勇気に見える、物語ることなのように言葉によそだけのからの愛と導きはいらない、飾られた祈りでは明日の手がかりに触れない、いつか君に届くはずの名もなき幼い詩が描くわがままも忘れたいよ、一度だけ眠れぬ悲しみがその歌を抱きしめてる、投げ捨てられる正しさなら消えることない間違いの方がいい、臆病に隠してた声を今この手でもう一度さらせばいい、掴む希望も咲く光も乾いた心のせいでモノクロに見えた、忘れないよ今日の景色を、ありふれた願いが足元を照ら
してくれる谢谢大家，来自 A 美的蕊 I N。好，喝口水。然后直接巨人就过来了，晋级的巨人就来了。钢弹不够，对，然后他们巨人直接冲过来。哎、真的都是我好久没唱的歌哎，直接就这样子哒哒哒的一直过来，一直过来。我也没想到今天这个最后一首歌了，天哪！好，你来了，你来催我，咱小度会掉阿库玛的歌，好啦，好啦，真的最后一首了，真的啦。因为我现在都克制自己不要唱太多，不要唱太久，因为要乖一点。对，哎，等一下，好，蛋嘞。面包，你哪个不行来累啦？他又，我觉得是网络的问题，等他重新连一下好了。对，我们巨人冲撞过来之后，然后他那个，对哦，海底电缆受影响了，对，海底电缆，我们现在巨人冲过来了，我这个海底电缆整个毁掉了，我的面部也毁了，救命呀！地啊那边诺啊，没有办法动了。没有，我今天聊1个小时而已啦啊！コロハさんいらっしゃい，那个恶魔之子的前奏，对，好怀念哦，超级怀念，想到 B-Stage 演唱会，对呀，然后这样子会越来越多架机器人飞过来。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快点等海底电缆，快点重申一下。哦，对，我们这边的确下大雨，但是我们这个网络完全被影响到了。对，我的面部又不动了，面部它在运作中哦，但是网络好像连线不佳。等一下哦，大家起来哦，请你连上啊，快连上啊，面部。我知道为什么了，是那个 V 之桥现在暂时连不上。对，我们等待它连上哦。对，我们刚巨人就是冲过来，有连上了，趁现在连上，快点！我们现在就是对，快点，我们灵光乍现，快点，我们趁现在连得上了，快点！对，趁上巨人还没来攻击的时候，好，睡哦，水催蕊，快，趁现在这样，没时间了，睡啦！鉄の玉が正義の証明貫けば英雄に近づいたその目を閉じて触れてみれば同じ形同じ太陽の悪魔僕はダメであいつはいいのそこに壁があっただけなのに生まれてしまった定めなけくな僕らはみんな自由なんだから鳥のように羽がどこへだって行けるけど帰る場所がなければきっとどこへも行けないただ生きるのは嫌だ世界は残酷だそれでも君は愛すよ何を犠牲にしてもそれでも君は守るよ間違いだとしても疑ったりしない正しさとは自分のことを強く信じることだ鉄の雨が降り散る情景テレビの中映画に見えたんだ戦争なんて愚かな凶暴関係ない知らない国の話それならなんてあいつに組んで黒い気持ち隠しきれないわけ見ていたってできやしないだ僕らはなんで矛盾ばっかなんだ
乖，有他会乖乖，请他乖乖。この言葉も訳されれば本当の意味は伝わらない信じるのはその目を開いて触れた世界だけただただ生きるのは嫌だ世界は残酷だそれでも君は愛すよ何を犠牲にしてもそれでも君は守るよ選んだ人の経験捨てたものの仕方で気づいたんだ自分の中育つのは悪魔の子石の裏犠牲の中心には悪魔の子讨厌，最后一点点了，然后他又给我断一下，真的是网络不太明确。网络对，因为巨人跑过来了，对，切断网络线了。好怀念的悪魔の子，めちゃくちゃ懐かしいじゃん。去年の B ステージコンサート歌いましたよね。不被请完，不能再唱了，乖。哦，下次啊。あなたに出会わなければ。下次，对，谢谢大家，我今天乖乖的唱到这里，对，好，我把麦克风先整理掉吼。啊，下雨天，对，面部一阵一阵的，对。所以不好意思，刚刚好像看到颜面呆滞的朱蒂卡，那是正常的，不用担心。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歌回差不多告一段落了。今天就刚下就刚温大家去那里来吹朱蒂卡猪，谢谢你们。好，等一下哦，把该关的都关一关，等我一下。好。然后奶猪头上有一个什么楼顶圈圈会很适合，我也这么觉得。我们下次可以请那个建模老师来帮我们把那个楼顶圈圈做上去，超级适合。思考中或者是对楼顶中的朱迪卡。然后我怀念在台上说什么啦？那个是被盗账号了，对，那个就是莫名其妙不知道为什么被拔起了，然后对就碰掉了，对。音响来改编哦，是残酷射出信号。好，猪猪有机会会再去听看看，谢谢推荐。然后下游影响网络是不是光纤，所以地下网络下游毛是有音响啊，吼，谢谢青云，也谢谢贝王嫂放的乖乖，75块的乖乖感觉有点贵，对，但感觉还不错啊，有用吼。所以来你大表嫂，感谢你来到我迪凯频道，不过差不多要结束啊。そして乌轩，感谢你70块，我收到啊，谢谢，感谢赞助宇轩，谢谢。对，表情符号又失踪，现在乌轩你的表情符号常常在失踪啊。好哦，你还好吗？然后恰恰一拉下来，我今天比较早开，我今天11点半就开了。对，然后我看了一下，完蛋了，不能再唱了。说记得肚子要吃东西，好，我等下要去吃东西，好不好？对，谢谢大家。那我们现在来找一下降落的地点，也谢谢大家今天早就来陪伴猪猪哦，谢谢你们。那我们看一下接下来可以降落到哪里嘞？看一下后，现在这个时间应该也还蛮多人在开台的。好，看一下哦。哔哔。好，那我们降落到，我们去找托托。对，托托这个时间刚好在开台，我们去找托托玩。也谢谢托托，就是在
迪卡请行三爱黑刚哈，我讲到迪嘞，但那边的家就刚问呢，也谢谢兔兔那天有跟着我们的笑乐哈，在猪猪新一庄那天有特别降落到猪猪频道，真的非常感谢。等一下，为什么又不见了？等一下，谢谢你们大家。总之呢，今天的面补的连线一直被网络弄到呢，然后听其他是无法多，对，阿姆哥不要紧。我们还是可以，就是对工商服务，对，既然反正我的人都不会动了，反正我整个人都没了，被雨下都没了，但现在是可以持续工商。好，那谁你也记得周边，好，我们这个生日周边，好，欢迎大家在6月25号以前都可以预购起来。我们现在背心很像最后9件就达最低印量了吼，欢迎喜欢宫庙风的你们都可以跟我们支持起来，在6月25号以前都可以预购哦。好，然后算了来了呢，转介吼，尊爵精装版目前很像差34张，就可以让主题卡勾出几孔的食物，对，几孔的食物，我就等着我们相爱相杀的那一天。对，我现在打死不讲，是因为很担心又要吃。但是，一旦如果真的有达标75张精装版售出去，我就开台吃，对。然后如果34张瞬间一下被买走，基本上我也不会放过自己啦，大概就真的会出现太极蛋糕，太极一边一种几孔食材开台跟大家同乐。好啦，我也别个等来啊，我的脸又回来了，谢谢大家。对，谢谢。对，总之刚刚就是今天一阵的，对，然后听起来不要抖。等一下，为什么又没有了？哇，算了，讨厌都欺负猪猪，就连网络面补都欺负猪猪。好啦的心安呢，也谢谢周大陆哥32个月的住宅专员来太晚了吗？没关系，我们还可以补档。好，那也当补档。好，啊，又回来了。他都这样一阵的。啊，好，暂时应该就只能一阵的。好，就是这样呢啊，是我们的收押 S 嘛来呀，收押 S 我给那里一阵的，对，这个网络实在是没有办法，我就只能一阵的 loading 猪猪，今天是那个雨天限定版 loading 猪猪呢，对。哦，谢谢安安哦，欢迎来到地改频道，啊，不过咱今嘛差不多被降落了哦，谢谢你吧。对，好，我现在趁下还没停壳之前，我们快点切片尾了啊！哎呦，家就要神呢，快点！然后也谢谢今天有加入我们公司会员的哈密瓜先生，喜迎新任总裁哈密瓜先生。我真的语重心长的告诉你，相信你的清流。哎，等一下哦，谢谢100分，谢谢，好怀念的音效。相信你的清流，请不要跟他们同流合污了。对，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个清流真的是很珍贵，因为我们目前很像新加入的总裁都已经坏掉了。我想一下，我们新加入的总裁，例如那个电先生啊，例如目前那个水母先生，很像渐渐的迎向就是切开来是黑的这条路了。对，我们哈密瓜先生，我只能说，保持你的清流，知道吗？然后也希望你在猪猪频道玩得开心。保持你的清流，我希望你切开来永远是多汁的，永远是明亮的颜色，不要切开来是黑色的，没有黑色的哈密瓜，你知道的。我是小喵喵，毕竟是尼氏企业的妹妹，我实在是不好说她是不是黑的啊，不好说啊。谢谢你们大家让猪猪有猪猪看，然后对，我以为我又被断线了哈。千呼万唤始出来，邮报周边半遮面，没错，洗稿洗单灯暗时，支持起来咱的周边。好吧，在咧6月25进行都会当备哈，我们的生日周边。不过我们的专辑基本上是没有预购期限的，欢迎大家支持起来。顶多我那个旗插在那边，看什么时候被拔掉了哈。这至于被谁教坏，这我不好说。清流，我们线上的各位大佬基本上都已经不单纯了，他们已经不单纯了，对。切开还是葡萄干，不要。现在各位总裁同化的速度，对。哈密瓜现在等丢席呢，现在没弄家就会讲呢。你叫我们不切开那种扣零啊，可能保持不了吗？青云，里面加了巧克力。等一下，小天，你好意思讲？烹有颜色应该是淡紫，什么东西？真的太坏了！烹没有颜色，但是无味无色的，什么鬼？
专辑还没达标，立 W 先生，我期待各位有机会让我们专辑的75张售出。目前我们还有不是7，对不起，还有34张，欢迎大家精装版买起来，一起拔掉那一把不好拔的旗。我们还有34张精装版，我等你们哦。但这个旗好像不太好拔，嘿，我暂时不需要供出来我最害怕的食物的那个到底是什么？可可，就是安呢？要相信聊天室对新人的同化能力吗？我现在只能相信聊天室，不，我只能相信哈密瓜先生的防御力了。什么玩猪猪手，真的不要乱传教。不好，我相信，我依旧希望你还是亲的，但是自从莫西看上你之后，就不单纯了。对，我不假头啊。好了，这片尾了，谢谢大家的支持。然后有加入150块会籍以上的各位会员们，记得要填单哦。表单的部分就在我们的社群，对，就可以看到表单。如果您刚好是150块以上的会籍，都看得到。但是如果您是我的高阶大佬，然后在由绿界加入的话，免还的，因为我会帮助你填下这个表单，也就是说由朱迪卡替你填写表单的这个部分，您是从绿界加入的，更加不用担心，因为是由我帮您填写的部分，所以基本上您不用去填写表单，也不用去找哦。然后文化部爸爸的这个加码的这个周边，基本上只要是我的高阶会员，我都会尊爵不凡的亲手包装在我们现在每个月会寄出的这个高阶会员回馈的包裹里面。所以150块以上会籍基本上是从伊藤先生那边做寄出，但是如果是高阶会员的话，全部由朱迪卡这边统筹，大概是这样子。对，等下呢，对，谢谢大家。那差不多该切片尾咯，大家拜拜！谢谢大家的支持哦。今仔日真的是就早的开台啊，差不多要去休困啊，也谢谢大家的陪伴。それではまもなくトトさんの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しっかり締めて不是嘴瓢，シートベルト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好好的安全带，咱要讲到伫咧咱偷偷的边道啊哦，好不好？谢谢大家。没有意外的话，明天也是会开台哦。能唱的时候，把握时间唱歌，只能这样了。要不然我担心我下一波感冒期又要来了。谢谢你们的支持，然后也谢谢你们长时间的信任。多谢大家，我是迪卡屯 Joki， 明天见啦，大家拜拜，拜拜。